Hello， 我来了！哦，我的天哪！对，我怎么跟那个为什么我今天又跟初配信没两样啊？就哇，好多东西都好新哦！天哪，等我一下，现在这个康章，我应该是呗。好，我们现在 BGM 出来了，我们 BGM 成功出来了，对吧，各位面线们？好，然后等一下，我把副萤幕抓过来一点，副萤幕过来。我现在努力在瞧说看怎么样比较有办法。对，总之呢，谢谢大家很下趴的电脑哦，超级开心，超级喜欢的。然后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然后跟 BGM 的 balance。对，大家今天都出件哈，出件安，你们被挖空面的系统判定全部都是出件，你知道吗？对，挖空面就是对，毕竟又要新抓新下载，所以之前的记忆它完完全全已经失去了。对各位而言，今天520全部都是出件呐，520的各位，伊拉夏欢迎大家，声音也不太一样吗 ？BGM 大声一点嘛，好，没有问题。所以猪猪今天的声音有不太一样吗？我前两天还快点麻烦草草帮猪猪调音一下，对，我也不晓得我现在声音到底是如何。BGM 话没听到，可能要大声一点。好 ，BGM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知道会不会太大声。然后初次见面嘛，好 ，OK， 大家都今天都出件哦。今天挖空面判定你们全部都是出件哦，找时间吧。幸好没有关系 ，OK 的，对，谢谢。去日本我还记得就是带上猪猪的伴手礼之类的吗？YHL 老师出件吗？好 ，YHL 老师基本上应该是有资格说出件。对，虽然说就是我们那个在群组讨论那个某些东西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默契了哈。然后 YHL 老师是我们草草的扳手之一啦，也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吼，欢迎老师。然后变立体了，不错吗？我的声音变成立体了吗？其实我也不晓得我现在的声音品质如何，我可能待会要看回放才知道。对，这不是长官吗？这不是那个前两天突然出现在草草频道的那个长官啊，还有那个我们红尘梦经理先生啊，还有我们的天使马克先生啊，明明一副长得这么人畜无害的马克天使，基本上也都是慢慢迫害、默默迫害型的哈。午安，大家午安！我今天好开心，我用着大家一起帮猪猪集资的这个很下发的电脑，虽然说其中一两位的凶手好像还是没有抓到，我怎么想都想不到底还有谁我没有抓到了，我就只能错杀，我不能放过，对不对？然后分成两段吗？其中一部分可能麻烦啊。好的，是要转交给虎虎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个开关先生啊，就是说你们兄弟，我只能说就是啊，我上次错杀了，不对，果然你们是兄弟，是开关先生才对，不是长官。长官，对不起，我错杀你了，长官不好意思，毕竟您跟关哥哥的风格实在是太过相像了，对。我记错了，应该是开关先生才对。长官是无辜的啊！这不是我们初见的这位阿月饼先生吗？上班只能戴着一边耳机嘛，就算开了那个屋顶就比环绕一直听到一边的声音。牛吗？欢迎初见大家，你看吗？没有跟到这个集资吗？哦，其实这个集资是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结束的，更不晓得怎么突然出现了，就是面线给猪猪的一个惊喜啦！我觉得啊，这就是熟男的浪漫，你们知道吗？熟男们的浪漫啊！对，八月先生说宁可错杀100不放过一只未怎么卷，没有错。我到底还有谁没有猜到？救命！还是说盛虹你现在在装傻？然后开关先生说什么东西哦？那个
总之呢，开关先生，前两天有在巧巧的频道偷偷的臭猪猪，我都有看到哦，还有红尘梦先生，然后还有天使马克先生，我都有看到。然后因为开关先生跟一秒人夫的风格实在是太像了呢，不愧是兄弟。然后我刚刚不小心继承长官偷偷揍我，因为长官是无辜的，真相都大白了。然后喵喵，我们还有一两个没有抓到呢，电脑集资的大佬到底还有谁？三哥还好吗？三哥目前应该算是状况好多了，真的是耳石剥落，真的大家注意身体好不好？薄荷，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薄荷也是其中一个凶手。水灵宝贝，谢谢。喷几支？长官，你急什么支啊？你在520的今天急什么支嘛？你就说你急什么支嘛？哪一天不选选520急什么支嘛？你去挤那个关哥哥的支啊！关哥哥不就在这吗？几支？草莓披萨初见直播，你好，是鲑鱼草莓披萨，这个只能说这个配合好像也不是不行毕竟本频道坚持本土推广齁，我们本土的猎奇料理基本上对于这个鲑鱼草莓披萨，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无杀伤力了，而且还热烈的欢迎，好不好？鲑鱼草莓披萨，现在不知道你有爬文才知道，都偷偷来，因为其实我也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那有偷偷吗？今天偷偷出来了吗？好，开关先生，您的意思是您这是光明正大的臭我？没有错，就是光明正大，总归不是光明正大臭。雅晨，我正想讲，对，说时迟那时快，你就已经讲出来了，不是吗？才不会偷偷抽的。我觉得长官跟马克先生都一副生的就是一副天使的嘴脸，但是都偷偷做一些就是非常非常腹黑的事情呢。长官也是跟马克先生一样，都很坏，就是断腿叔叔吗？所以趴趴熊你就是断腿叔叔对吧？趴趴熊一定也是凶手之一。然后好多了吗？太好了，三哥，晨总裁，欢迎再度回来我们的以世族总裁哟，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只朱蒂卡呢，从4月底搬家搬到现在，我的东西依旧还没整理完。Oh my god！ 对，听说我们搬家公司在5月24号还是5月25号就要来收我们家所有的箱子了。对，因为目前搬家公司所使用的箱子都是他们公司特别定制的，非常耐用，非常耐操，但基本上要快点收回去，因为这家搬家公司应该生意兴隆啊，品质非常之好，对，服务周到，好有效率，所以基本上应该是那个业务量繁重。好，他们的箱子不够用了，要赶紧快点来收我们家的箱子。是开回来网上要再补吗？没有关系，陈总裁，请期待一下本频道在5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520，我们5月当月，以世族总裁又要吃芋头啦。但此陈总裁请不用担心，对，我知道您跟趴趴熊总裁芋头苦手，对，但此方案呢不适用于彩彩，好不好？所以不用担心，上次我们陈总裁跟我们趴趴熊总裁收到了非芋头的这个怎么讲，尊爵不凡的回馈，非常非常的满意。自己讲，也就是说本月基本上也是吃芋头，但是不会让您各位，应该说不会让您2位尊爵不凡的今生吃到芋头，好不好？如果您真的厌恶芋头，但是依旧支持本频道的话，只能说小女子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吸引到不爱芋头的您，因为我是个芋头控，我什么都要芋头，对，我芋头就是要吃饱爽吃加火锅，什么都要。阿里亚桑伊拉塞啊，前辈之类的吗？真的是不敢当，你可以，但是我很爱吃鲜贝啦。阿里亚桑伊拉塞叫猪猪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你们。而且就是这阵子猪猪有想到，就是努力的，就是有跟大家或者是 V 朋友们邀请一下，就是关于我们528晚上集资的活动呢，所以就是阿里亚桑也是我的邀请名单之一，但是请等待我一下，因为真的是校长兼撞钟，大概还有十几组 B 鹏鹏需要稍微的邀请一下，对，即使大家可能没有空到，但是也是这个大活动还是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一下，就是阿里亚桑也是我们其中一位邀请的名单之一，请静待猪猪的私讯，
就是不管是有空来听台，或者是有空来降落，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然后也感谢，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猪猪猪猪的邀请都不嫌弃说要自主降落的，或者来听台的，或者是帮忙啊，对不起，帮忙转发的，都超级感谢，谢谢你们，谢谢。然后我追不到聊天室了，完蛋了，我们现在的话题到哪里了啊？现在的话题应该就是追不到了，等一下，追不到了，等一下，汉格老师一来赛，谢谢汉格老师今天过来，好特殊吗？帮我去整理吗？然后盛红说啥呢？盛红，这个基本上我还是对，我跟团妈会加油，就是搬家公司的箱子，对，他不什么不差就做牙签，你好意思讲？然后反正除了趴趴熊总裁以及正成总裁之外呢，这个月你们各位又要吃芋头咯，是我们李林学长当家指定的绿色芋头，绿枝芋头。わかる？緑さつまいも。楽しみにしてくれよ。好好的期待一下你各位，赶紧做嘛期待一下吼。马芬伊拉塞，快觉得这种专门的箱子吗？真的啊，没有错。不是开关先生那个纸箱战机，等一下。好，到另外一个次元去了。对，是他们专属的箱子。这间搬家公司，我只能说他们非常非常的有心，而且他们的服务真的超周到的。所以，因为屯妈本身还蛮多那种高价的瓷器，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间感觉评价不错，就快点跟他们预约了，不然怕没档期。看我才知道影片被迪卡的声音惊艳到吗？居然自己台语很是，没关系，我台语很烂。哇，居然是从才知道过来的朋友，谢谢，很好听吗？谢谢，我的声音大病初愈，今天可能可以稍微唱一些歌给大家听。而且我常觉得说，其实我台语不是很好，可是在文化推广的这条路上，谢谢大家不嫌弃啦。而且其实我们频道上面有很多观众台语是比我好的，所以正好就是我有一些发音咬字怪怪的，他们都会稍微快点帮我，快点先揪回来纠正之类的。对，吃啦，哪吃不吃？他娃娃也好都吃，不和你说也是吗？那么你是芋头先さつまいも先輩ってそれがそれもいい，それもいいわ，这样也可以啦。对，因为我实在是超级爱芋头呢。有没有看到我头上芋头的紫色？其实就是在致敬芋头，我没有好小，是真的。我已经带着我的香菜，我的 NC 嘎吉迪亚嘎迪卡，对，已经致敬了，就是我们台湾3大元素了。我就觉得不够，我还要，对，就是芋头。但是这个隐藏版的呢？隐藏版的好不好？我们的4大天王有一个是隐藏版的，炸厨余，眼睛干，忘记这个东西，国粹知道吗？简称炸国鱼不是的，人味到钱先到吗？等一下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那个集资目前是还没有正式开启，基本上就是在总之不是8月，对不起。我时间过太快，528晚上8点开启的募资，基本上应该就是会在晚上8点正式启动。那不管说您是人道降落，甚至就是没有时间过来，或者是说您想要好好的帮我们好好的赞助一把的，什么都没有关系。现在我就是努力的，就是扩张什么东西呢？就是尽量宣传这个活动，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对，现在就是我们迎来了我们的 BB， 来谁 BB 健身环开心吗？幸子ちゃんも来てくれるってありがとう，谢谢大家的降落，幸子ちゃん以及我们的 BB， 然后等一下，对，以及我们的丁爷，其实在5月份有自主帮猪猪加码领肉肉活动了，因为5月份就是猪猪的生日季，但是我最近真的太忙了，然后加上前2个礼拜好死不死又感冒，你知道吗？超级可难，对，所以丁爷谢谢，好，丁爷的肉肉加码，请大家如果有经过嘉义水上烧腊，请务必一定要过去丁爷那边领肉肉。如果您是本频道高阶会员，更要过去，好不好？1年1度的免费吃肉肉活动，好不好？我们丁爷的肉肉真的是嘉义独卖金奖，有得过金奖的，真的5高喝甲可以大家一定爱去，一定爱去吃，好不好？你加
亚基哦，水上哦。BB 拉塞，谢谢你们的加入。说起来，Sachiko酱啊，阿婆也来了，又会也来啊！谢谢你们，阿婆，谢谢，好热闹的加入，谢谢你们，感谢。今天猪猪算是电脑初见呢，对，因为什么说初见，是因为我的电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之有一个很棒的惊喜出现在我的桌上，也就是本频道的熟男们偷偷帮猪猪换了电脑，而且是非常非常下趴RGB 电脑超级下趴，而且里面还有那个旋转台ぐるぐる回ってる我的立牌在里面就是疼呢我的英文很烂谢谢你们。对，所以我今天很多的系统要重抓，然后有一些像音，就是我的声音，其实前2天也是有麻烦我们的林草有帮助，就稍微先调整过，然后还有一些素材什么的也快点把它重新把它抓回来。但是基本上就有的素材都还在啦，因为那些资料夹都有直接带过来呢。只是有一些最近有一些放在那个旧电脑下载的那些东西，就是需要全部重新抓这样子。这不是我们的骚雪吗？那离职的公关部长，等一下，你不是前2天才收到了牛妈的那个什么荣誉什么聘书什么之类的吗？然后说离职就离职，说荣誉就荣誉。等一下，我的公司大小章我都还没有盖，等一下，这不讲武德啊！是调音，然后 CIC 先生也偷偷在那边臭我有看到。马克先生啊，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在草场那边臭啊。没事，慢慢抓。对，总之呢，今天的電腦算是对我而言是很多的初见呢，所以今天在挖沟妹就是我们现在在右手边，您各位有显示的这个聊天室的这个该怎么说？ペルソナバージョン？对，就是这个ペルソナ，めちゃくちゃ面白いゲーム。这个ペルソナ风格的这个呢，也是透过挖沟妹。对，所以挖沟妹今天是第一次帮我们服务，然后他在后台显示您各位都是初见了。好，不管，总之呢，520快乐！大家不晓得今天520大家有什么样的活动呢？但是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迎来了我们 Sachiko 酱以及我们的 BB 的降落，还有我们的阿婆也跟着来了。对，那谢谢你们今天特别到来猪猪这边。其实今天有一个该怎么说，也算是筹备已久的一个数位周边呢，想要公开给大家。对，但是我还在等，我看一下厂商那边设置好了没？但是厂商可能今天比较忙碌，总之我们是确定是在520的今天，对，会公开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个商品是什么东西。那但是目前厂商很像还在忙碌中，可是呢，厂商也是很有诚意的，帮我们准备了试听版本。不过在那之前呢，试听版本开出来之前呢，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呢。相逢自是有缘，感谢您各位降落在520的这个非常非常愉快的中午。我是个人是 VTuber 迪卡囤猪鸡，你也当给我猪猪迪卡还是囤猪鸡都可以塞啦哈。本频道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我们将文化传承放在第一位。对，虽然说我的台语真的是做不练凳我的台语其实不是很好，但是我努力讲。对，线上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对，本频道基本上很多熟男，可能是因为我常推广台语歌的关系，对，所以基本上我们40-50岁的熟男蛮多的，甚至连65岁以上壮世代的阿伯阿姆嘛是就这哦。好，就是因为这样迎来非常多熟男，跟着猪猪在这3年多来努力的文化传承呢。于是呢，刚好就在520的这个档期，这一次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棒的厂商也帮猪猪筹备了这个，我们先给大家马赛克版本一下，不知道你们大家看不看得出什么端倪呢？啦，いらっしゃい、これが注意じゃないですか、注意。ようこそ私のチャンネル。来注意来了，我们破下注意了，来注意，来噻！也感谢诸位520诸位520快乐诸位，咱来得快点注意，然后那良民想到那宫庙文化有无？我们宫庙文化真的是我们台湾文化传承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对，遥想我们那时候顾彩诸位，当时开着计程车，那个叫什么？6乘计程车吗？大乘队，
我非常非常喜欢过去坐主委的车过去跟他聊天。主委，请问你什么时候在开车啊？你的车队什么时候在开了？我记得我出配线的时候很爱去主委那边挂台，因为主委也是早上跟中午台啦。对，然后因为主委刚好又是紧邻着就是文化的宫庙文化的一些元素呢，对，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过去听台。对，谢谢主委的莅临。对，真的，车手1号、2号、3号、4号，我们这个成人文化的部分呢，这个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すっかりわからないね。这个对于朱迪卡而言，真的是那种平行世界的东西。对，但是毕竟本频道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也迎来了非常非常多的熟男。对，就连我们的顾彩也是熟男之一呢，对不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熟男基本上在开车这方面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的熟练的咯。对，虽然说朱迪卡5003岁即将迎来5004岁，对于开车一点都不熟练呢。所以如果您各位对于开车话题有兴趣的话，好，不管是实体开车，还是那个可能有一些偏向 R18 开车，都欢迎，好，可以询问本频道尊爵不凡的车手1、2、3号，好不好？那至于1、2、3号是谁，这我就不方便多说了，你们自己私讯。我鸡皮疙瘩，感谢啪啪熊33个月以世足总裁了，想知道那种名单吗？有，我已经逼问骚雪，他已经给我一些提示了，可是我好像还有1、2位还没抓到，我还是有1、2位还没有抓到，到底这一次我们电脑下趴电脑的赞助名单，我还有1、2位没抓到，你知道吗？我会用我的精明概念抓回来的，可以吗？安排吗？啊，就那个顾彩注意，因为本频道可能只能那个中午或者是早上好过去乘车，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是那个早班或者是午班啦，好不好？才有机会过去乘车一下，好不好？谢谢诸位，刚想让诸位莅临哈，成人文化报税没有错，我们聊一些成人话题，对吗？我们成人话题基本上5月份很适合报税啊，是不是？当兵啊，考驾照啊，压力山大。可是他们是专业毕业文化吗？我是专业毕业文化，可是讲到毕业了，讲到毕业了，我就想到上个礼拜我跟文文的志在日常，我真的是无意去渲染他这个东西。而且又是从公视播出去的，对。但是既然我的绿茶姐妹文文对于就是这个毕业楼万物皆可腐的这个话题这边有兴趣的话，是不得不示范一下呢，你们知道吗？对，目前市场要差，对，本频道目前车手1、2号在线上了，耳吐露医生说的哦，这也是成人文化、成人话题，没有错。好，你各位好好保养你们的身体。对，虽然说对我而言啦，即使你们在我心里面是个熟男，对，即使你们可能实际年龄大概真的30-40步入熟男期了，但是每一个不晓得为什么在对于就是表达爱意的方式，有没有跟幼稚园他妈3、4岁小孩没两样呢？我常觉得本频道的熟男是我的骄傲，真的是骄傲，对。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表达爱意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智商会直接缩到3到5岁？他们保持他们的童真跟童心，持续依旧跟我一起推广本土文化，我好欣慰。不是啊，今天是520啊！我常就是说我们家熟男算是我的骄傲，但是他们什么表达爱意的方式真的是很迂回呢，然后又很喜欢欺负我，不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熟男的年龄跟心智年龄完全不成正比啊！5爱，欢迎大家！好了 ，OK， 不小心又聊到这边了。总之520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但是呢，我们520的这个商品还是要得稍微给大家皮杰拉胖嘞哈，你们看得出来这个是我吗？我这个马赛克其实码的有点对，那个厂商跟我讲说，猪猪码太多了哦。我说不好意思，来不及了，我要开台了，来不及开台了。你看我们成人话题，我们的 Kenny 马上就有反应了我不想报税，对，马上就有反应。任何的成人话题，我们只要一下，马上反应就出来了，是不是？我是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就出来开车先打招呼嘛。OK， 泽野先生，小睡一下再跟台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在你各位小睡之前呢，来稍微给大家皮吉拉胖内吼，来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封面？我今天封面是什么？对，我今天封面是什么？等我一下，我就我今天的封面做了什么？等一下
音限定，让你尝尝最本土的甜蜜蜜。咱上 local 的甜蜜蜜是啥会？本频道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对，我今天这句话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对，致力于文化传承的部分，即使是520，我们也是秉持着文化推广的这个初衷。我相信你各位应该稍微有点期待这个，好，就不卖关子了。我们这次推出的是语音包，那既然是520的话，一定有一些甜蜜蜜的东西嘛。但是我们甜蜜蜜，我们要够甜，又要够本土。你们可以想象是什么东西吗？欢迎大家伊拉塞。等一下，其实是我在，对不起，我承认是我在抵抗。我其实30秒的试听档，我在大概3-5天前我就拿到了，但是我现在的手在抵抗，我有点不想点开它。等一下，哦，等一下，我现在其实有点头皮发麻哎。不，毕竟是猪猪首发520的语音包，即将在520的今天公开甚至贩卖齁。那厂商目前应该平台架设中，晚一点大家应该就知道会是哪一个厂商。等一下，为什么文文也来啊？我的绿茶姐妹，欢迎你来到着地界频道，这是咱着国家的姊妹啊嘞。我们华香追磊欢迎凯文公视团队带领着芋圆，还有花园鳗，还有刚刚等一下中间等一下金啊，是金鱼吗？还是等一下，我刚刚只记得芋圆，那芋圆很好吃，跟粉圆一样。然后还有花园鳗的伙伴，中间等一下我一下想不起来。对，我努力的快速记忆，谢谢文文，欢迎你们的降落啊 ！emo 伊拉塞，也感谢 emo 昨天有帮猪猪稍微解决一下关于那个VTS 的问题，真的是神队友们，谢谢你们，感谢。文文你好会挑时间哦，我今天其实是我这经营 VTube 3年来第一次发这个520甜甜语音包呢，不愧是公视，也是跟猪猪一起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推广的好伙伴呢。既然本频道致力于推广本土文化，对，已经强调到第756次了吧？我们的520甜甜语音包的试听，就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本土的甜蜜蜜。好抵抗哦！等一下，哇，午安，超级抵抗的，我先躲起来好了。天啊，救命啊！好，基本上厂商真的是很有诚意哦，帮猪猪制作了30秒的试听版本。我先讲哦，你若是拢听过，你的台语真正袂歹，好不好？但是我要先躲起来。你若是真正拢有听过，台语真正袂歹。我等一下放完之后，我会考试哦，外科期哦。好，来，2025年520，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字。今天猪猪为了各位发行了520的语音包试听版本，破下催泪。等一下，对不起，等一下。我真最不能的时阵，这又咧疼我啦，够痛的啦！你看啦，都崩疤啦，你免哪啦？你看我要去倒位？我去便所好啦，去便所正的啦！我够痛的！等下啦，你的嘴开就大啦！你开要倒钱做啥？等下我啥打弄弄啦？你看啦，你免哪啦？等下啦，你小嘴，你偷我啥来创啥啦？什么感冒？无啦，我
我们没有淡金跟淡露呢。哦，我的天啊，什么东西啊！我等来啊！救命！我这样子满脸通红 ，Oh my god！ 什么蹦蹦 A C 啦？等下，恁讲跳舞咧讲啥？重点是恁敢有听？你敢有听有我咧讲啥？恁敢听我咧讲啥？我们学姐马上出现了呢！我们学姐绝对听我咧讲啥？哦天哪，这个好，我们520的限定语音包其实有3个情境呢。其实有3个情境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情境这样子。对对对，你们听得懂我在里面讲什么吗？我F先生你已经听我哟，这是什么？我跟你讲，这叫文化传承，吃早餐歌。等一下，全领不要打出来啊！这时候就很恨你们听得懂台语呢。陆之丹说有姐有聪，这很难。没有，我趁妈妈不在的时候录，大概听得懂。好啦，对啦，你们都听得懂啦，千里都知道啊，千里也知道我在干嘛啦，丁爷也知道嘛。CD 的杀猪声，对，其实是 CD 的。等一下薄荷，你为什么知道？你又好，那代表我台语没有讲得太差。怎么一进来就要通啦？等一下，鸡排先生也听得懂，都是很好懂的台语。呵，烫伤，甜蜜蜜的关系。等一下，不好意思，等，我调整一下。好，咱注意，甜蜜蜜的关系是因为蔡波，我没有缠2杀啦。但是蔡波呢，不愧是主委。台语的话，主委基本上是，专门的。这些你不懂台语，从头抛开送好，没有错。日常惨叫，甜蜜蜜，听得懂。一点也听得懂，从头泡盖手，这舔着不该很多糖吗？这我不知道，对，但是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情境呢。总之3款的情境，然后我们只抽其中1款，就是目前这一款来当试听。而且其实我当时不晓得厂商要抓哪一款当试听啊，我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么激烈的这个部分。早餐惨叫，能听到没有？比较清晰听得懂了吗？都在困，你真的听有吼？我没有裸体做早餐，没有。开始当猪皮，你才会领导嘛是讲台语啊，不好。无咱后摆咧 B stage 10月 B stage 咧高雄有无？咧高雄 B stage 吼，恁拢甲我讲台语听有无？吼，直接呛声破皮，这台东西是什么？火开太大。我你没碰趴是起水泡的意思吗？我顶多就是想说这个情境公龙碰趴，可是有到起水泡这么严重吗？所以你就说你要骂我。这一款吗？这一款应该算是我就是在声量比较激烈啦，但是其他的部分其实也是稍微有一些甜甜的东西，就是可能要大家手滑买下去才知道。就脆皮猪肉。另外两款会不会更脸红心跳哦？我不知道但是另外2款应该算是比较好，好像不能讲太多，讲的就去买就好了。碰怕的是起水泡哦。好，那起水泡了没错。油温太高碰怕的是起水泡。谢谢学姐。好，那你们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场上有没有密猪猪。还没有密我，好，那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个架设还没完成呢。为什么？不是，牛妈碰趴不是我要自己脱衣服，不是，就是脱衣服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因为碰趴，不是因为碰趴被烫啥，对，是因为安怎？好，谢谢，还特别找了台湾政治跟台罗。就是好，这个好像那个听力测验哦，以前那个日本語能力試験
以前日语听力测验的时候，不是有选择题吗？是安怎熊熊要烫衫呢？第一，我的爽是要烫衫；第二，恁祖妈就热；第三，水开伤大，那衫拢冻倒啊；第四是安怎？第四是我就是想要换衫。答案是多一个嘞？请作答。有啦，我刚里面都有讲了，对，从脱单你要脱吗？不是想勾引你吗？有吗？不愧是同个世代的，我知道，所以，我不是熊想要烫衫的人不是我家己。这情境有点微妙，如果我会起水泡，应该是没有义务阻挡，可是他是，应该是，等你，诸位不是安呢？等一下，我再给你们听一次，看的是多一个嘞。好，那我再给你们听一次，那个关键，你们再听一次，是安怎要烫衫呢？不是我家己要烫的哦。再来一摆。等一下，我们大声一点哦。等一下哦。好，我们。是倒一个呢？是安怎这个猪脚熊熊要烫衫呢？第一，我就是因为天气伤热，就是要烫衫。第二，恁祖妈想恁祖妈安那？恁祖妈就是想要换衫。第三，我的衫冻倒倒啊，所以要烫衫。第四，我想要穿我的新衫，所以爱烫衫。不合，哎呦，我在听呢。然后乔生伊拉塞。他们那个应该是指衣服被大面积热水哦，对，你们的观念都很好诶。等一下，L 那游泳出来拿，是说伊拉塞，不是，我没有主动去厕所，不是去厕所的也不是我，不是阿月饼，不是，是哦，幸好有关货，温不关货我不知道，但是呢，语音包买下去就知道咯。突然想吃川烫猪肉。我无想要家己要烫衫，我无家己想要烫衫啦，我就讲无。你家厕所是不是有？你是想勾引我？我很爱我老婆的。努力听懂中吗？基本上这边还蛮快嘴的。好，我们请我们主委，我们熟男主委，透过自己的慌张表达自己需要治疗，暗示你想这等一下。不是啊！等一下，怎么歪楼了？我以为主委在很努力的解释里面的内容，怎么越解释越歪 ？Oh my god！ 主场会无啊！我家己无，我家己无要烫衫嘛，要换衫啦，不是我吼，烫外晒啦，不是我啦，不是我家己啦。然后呢，以内文来说，使用套是什么？也不会弄很深。你看水灵宝贝，其实听我你们都听得懂。你看水灵宝贝也解读出来了，那个水开太大，猪猪就是被弄湿衣服了。我在哀嚎，你想这嘴被亏下你要抓，你们没有听到吗？我在哀嚎看过一个片子，我很爱我老婆的，我知道那个片子，我之前也有看过啊，是不是？长官，猪猪水上有那种川烫猪肉吗？算，而且我肚子饿了。我肚子好饿，我不知道为什么。谁拖的？对，这个问题的是香烫外纱，是香烫外纱。这个就是关键咯，你各位，谁脱我衣服啊？怎么这么快啊？对，主委，好主委。本频道基本上充斥的各式各样的熟男，有些熟男擅长土味情话，有些熟男也非常对于台语老梗略知一二。好不好？您各位熟男不孤单，
你知道水龙头很难喷到全身？不是，大姐，你听我说，不是，还是可以的啦。我之前有过啊，我之前有过水龙头开太大，有喷的全身很湿的，有啦，你们相信我啦。我很爱我老婆的，他哇，猪皮烫热水，不是啦。哎，跟你们讲的肚子好饿。好了，我把 BGM 开回来，大家再跟你们聊一下，我们真的要来唱一下歌。按着去呱唧嘞。然后啊，但连碰到就有可能。好 ，BGM 开着。哎，我肚子在叫了，还好没有让你听到。菜包呢？不可以交掉。对，我就说我在里面哀嚎说我会被整菜包呢啊！不要脱我的衣服，我要去整我的菜包呢。对，菜包能好讲。对，菜包能那是臭灰大金啊的怕生啊，对吗？拿出猪毛夹，被臭灰大，我就问你进浴室和厕所前，我怎么不确认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呢？应该是没人吧，这个情境。对啊，这个情境基本上我们是预设没人啊，应该吧？等一下，牛妈预设的是里面有水电工，就是有那个水龙头哦，冲的很湿，所以不是我自己要换衣服，是我的衣服被弄湿了。记得阿嬷家的那种很旧，没有什么空，是不是？是不是？本频道致力推广本土文化，我今天讲几次了？749次了。好，那我们的情境基本上我们在阿嬷的灶咖，好，疼到碰趴，连阿嬷的白手，好，在最亏修端，好，这些情境是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好，等听歌吗？谢谢 YF 先生。好了，你们都知道了嘛？你们都知道是什么语音内容呢？吼，我们的厂商真的是诚意十足呢，然后还剪了这么崩的这个桥段，怎么会这么崩？水龙头开很大弄湿，可以请厂商在页面加上。我请假本好小，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有，就是水龙头开很大，不小心弄湿自己，有过啊。被烫到，所以脱衣服。不是阿月饼，你中间还要就是再加上说被烫到了，然后去冲水了，被弄湿了，然后脱衣服，然后后面的裸体肩带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感觉什么很好看摘换？没有啦，我们这个520基本上就是一个语音包的发售，那我们就静待我们的厂商帮我们把这个语音包的这个平台架设好。那欢迎你各位，对于我们的起承转合有兴趣的话，请务必还我清白，我没有自己要脱衣服，你们520语音包买下去就知道不是我自己要脱。然后除此之外还有2种不一样的情境，甜蜜蜜 doki doki 哇咕哇咕哇嘎鲁阿萨斯，它上面有解释吗？有没有是因为衣服外纱超回答纱那是真正的超回答，それがやばいね。衣服的话，有一些材质其实还蛮耐热的。老家水龙头的确是不是一开就是火力全冲啊，全力冲刺，是不是都得捆？为什么的？小 T， 你乖乖上课啊！小 T， 你这是什么很碰？大姐，完蛋了！你这个月你的那个被我加料了，你小心你的生日语音被我骂到。我跟你讲，在那种菜包呢？对，其实我也很在意，我超在意的，我非常的抵抗。但是那个谁抓住我了？那个谁，你们就要去听啊，对不对？都不让我去蒸菜包呢，还脱我衣服是谁？阿嬷家的美心刚有那种习惯是吗？哦，等一下，太懂了，主委太懂了，是不是？那一缸没人吗？谁把水开大的？到底是命运安排？牛妈，我就说语音里面有讲，你们丑话给德伟，对不对？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对不对？对，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是不是？你们要还我清白，你们要买然后还我清白，知道吗？云包那种烤猪肉，哦不行，我跟你们聊的真的好饿哦，因为我中午其实也没什么吃，刚刚也在忙一些 OBS 的一些旧素材，把它抓回来。可鲁哈伊拉塞，为了脱衣服，不是为了我没有脱衣服的不是我是被脱的那个啊，讲出来了。骂到语音基本上
有机会是本频道高阶会员的生日语音独享，好不好？因为骂倒实在是太珍贵了，然后是碰吧，不是碰吧？阿嬷叫蛋子，哦，好，但是阿嬷早安，真的听不太懂，糊在一起只遭遇到变态吗？啊，不是这样子，你们就说您各位，我不是说您各位是变态，如果在座各位都是变态，不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笑笑哥，你先入为主了，不是谁都不行。那我就是变成说我被水电工带去厕所，然后全身湿，所以也不是我的锅啊，对不对？清白了，对，你们只要买下去就会还我清白了。对，只是那个平台架设中呢，总之先给大家30秒试听。我是无辜的，有没有可能？白人说没有还钱反而，我觉得高阶地绝对是被煽风点火，绝对是，好不好？对，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套路了，绝对不可能放过我。本频道尊爵不凡的手男们，就是这么的火热，就是这么的猛烈。520对我的爱意如此猛烈啊！你们都欺负我了，多和对不起什么呢？怎么会有呢？阿嬷从冰箱拿那种不知名的白色药膏，我跟你们讲，我阿嬷以前真的有，而且那个真的很好用，而且还冰冰凉凉的，而且以前就是那一罐啊，一罐传3代，人死药还在，你们知道吗？你们听过那个传说中的那罐白色凉凉的一罐传3代，人死药还在，那个保存期限已经不可考了，它跟本频道的囤积物真的是不相上下，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前小时候妈妈她真的会从冰箱拿出那一罐，然后只要碰它，只要被烫到，马上那一罐出来就是抹就对了，冰冰凉凉的。我到现在还不晓得它叫什么名字，好不好？一罐传3代，人死药还在，真的就是这样子。在座的各位都是然后谢谢好的520，谢谢。然后有感谢就是方才就是让大家在听语音的时候啊，来我们的龟草莓披萨又赞助猪猪520快乐，谢谢迪卡的台语，这边请迪卡啊，谢谢，我们150块可以感觉可以买2-3条金沙，谢谢你，谢谢，感谢，也谢谢水灵宝贝爱你，520快乐，么么。然后我们家是橘红色烫伤药吗？哦，真的吗？这位是阿健吗？然后阿嬷的药就是对，要冰箱，但是爱冰箱来对。然后那块药真的，你等一下，真的是一罐传3代人死药还在。等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平行时空的东西，居然你各位20-30岁的年轻人们居然知道我在讲什么天哪！人家不管是什么都是叫白白的，没有错，而且要从冰箱拿出来。面速力达姆基本上现在面速力达姆还蛮时下年轻人会知道的。可是那罐白白的，我居然在现在有生之年居然可以看到观众跟我讲白白的那一罐，你知道我多欣慰吗？倍感欣慰，你知道我好欣慰，你知道那块白什么？等一下，乔野哥说断骨玉，等一下，断骨玉什么膏？我看一下，我查一下断骨玉絮膏，真的假的啦？真的假的？一罐白色的，过期还有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基本上以前的保存期限对于老人家而言根本就不可考啊！阿公阿妈这种那罐白色，对，是不是？对，效果很好，而且就是其实也不晓得那什么东西，但是插下去的当下就是也不会觉得抗拒，因为它真的蛮舒服的。外福先生家里也有，有是刀伤、烫伤、虫咬伤都可以插，对。所以请问要去哪里买呢？所以这个要去哪里买呢？各位熟男们，是不是是那种薄荷膏吗？牛吗？牛妈，你挡人财路啊！牛妈，你小心被消失啊！牛妈，不要挡人财路啊！牛妈，你知道的太多了。手上有到没用完，真的为什么用不完？就为什么用不完？明明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刀伤、烫伤、蚊虫咬伤的几率高到不行，为什么用不完？那罐药会自动增生啊，超可怕的！
阿嬷明年放冰箱，嘿呀，放冰箱袂歹啦，嘿，然后呢放了30年，依旧是那句话啊，看冰箱袂歹啦，这个30年前买啦，吼，比那50年前买吼更加新鲜啦，哦，看阿嬷就是这样子，云南白药吗？哦，云南白药是不是？原来那关那么久了，这我不好说。你在餐厅真的吗？前面的时候冰箱很红，白色罐子那个这样摸起来那粉红色，超级无敌防水。炸蛋粉很难洗吗？哇，以前我们的那罐药居然也是防水的，这样完全不知道哎。麻油也可以涂烫伤，有听说？旧冰箱换冰箱的时候丢，没关系，你们还可以把它买回来，好不好？对，基本上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经销商在卖，对，或者是咱整卡一点嘛点啊，干嘛点应该嘛是有在卖。成分明明就很单纯，被你们讲的跟仙丹一样。牛妈他们家就有一罐用3袋牛妈，然后冰箱有1手，不止1手，还1打。牛妈你自己说，其实你们家就经销商对不对？所以你才这么了解，它里面的配方非常之单纯，都不知道阿妈去哪里买回来的。阿妈怎么买超大罐的，我根本用不完。有啊。我记得它大罐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大罐，冰箱就冻龄神器嘛，像你以前看我那罐用第4台插播广告，就快速碰，然后立刻又什么？等一下，等我没看过这些第4台插播广告，我想要看一个呢，好强哦！我想看类似那个就是古早时期的那个阿公阿嬷那个年代，这个好想看。这个请问现在还看得到这个档案吗？好想看哦！就直接那个阿伯阿姆在那个年代直接就是用那个套什么烧红的那个铁链，然后立刻就是被烫到之后马上敷。天哪！我只能说是赚这个辛苦钱的，真的好辛苦哦。云南白药止血真的很有用，高雄人间很有名的烫伤药膏被卫生局抄好几次还在卖。等一下，不会是屯妈带回来的那一间吧？屯妈她其实也蛮信这种跌打损伤的药，就是明明就是可能就是为什么要是第几号那个东西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还是觉得它是仙丹，还是会带回来。我问一下是不是屯妈那间好不好？云南白药是粉状的，是不是？桂花先生一拉塞，那白药不用冰嘛，就是粉状的吗？对，我们那伊姆拉先生本频道御用美编妈妈。他对于药的成分这么的详细，这么的了解，基本上一定是家里有1打，要不然就他根本他妈经销商啊，好不好？是粉。主播安安，云南白药是台湾药，这个我不好说，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被本频道的时候慢慢科普。粉红色大概是紫云膏，用紫草根。我们家以前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白白的，它就是一层白白的上去，罐子白白的，它里面的内容物也是白白的。对，所以我们家应该不是紫云膏，所以不是招商那种做那种脚底。你看吧，牛妈做脚底按摩的亲戚有嘞呗，一沾就止血，很夸张。云南白药一沾就止血，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反而有点担心，他对我的血小板做什么了？强化血小板，那是不是像酒坛老师？对，就很像酒坛的那个弧度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一罐呢。觉得听这个我要看对那款，如果你真的有找到的话，欢迎降落到本频道，还是说您已经降落了，请就是可以贴在我们 DC 好不好？然后桃园第4台上结婚还有软切是吗？这个大高雄工业国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们家其实很久没有用第4台了。对，我弄中药店田娜大姐真的是广告接阿伯最猛，这个几家就拍炭呢，为了就是要让那个观众知道那个疗效的神奇，还尽量腾个碰趴直接敷，真的我尽量金光拍炭呢。家里直接是成药厂的，忘记那种原理哦。手的表面会保护皮肤，只要速度够快就不会烫伤吗？所以阿伯的牺牲基本上也只是单纯的就还好，马上敷上去其实真的是有用的。搞不好阿伯那一趟月入10万，你知道吗？阿伯那一趟就专门来那种拍这个很惊悚，然后为这个药打广告。虽然说这个钱实在是难赚，搞不好收入不错呢。这个阿伯对不对？被欺骗的童年，叫闭上眼。
时间停止立场。好吃吗？等一下，你说那个药吗？这我不好说。对，毕竟我还没真的吃过。原来白药粉状的那种哦，一颗红色的药丸吗？为什么连酒可？等一下，你各位尊爵不凡的手男们，各位科技新贵们，没想到对于这个文化传承的这个非常有疗效的这个，不知道是从哪来的那个白白的那罐药，居然涉略这么广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没想到，叫大家都跌打损伤的药，基本上很像涉略的很深呢，比我想象的还深呢。白白的妈妈也有吗？对，就是一定要冰一罐在冰箱啊，对不对？家都是黑色那种罐子的药膏。200以拉塞，那阿北只是手皮很厚吗？还没到阿北手就收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借位吗？我就被借位所欺骗，想说哎呦，基因快拍炭了，阿北哦，妈呀，你要辛苦啦。好，阿北很懂借位，好不好？觉得应该不好吃，可以想象味道，但没事，不是桂花，不要真的去吃，好不好？大猫老师伊拉塞，午安哦。好。我刚刚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不是520快乐兄弟们，我今天只是想说给你们一个甜甜的语音包，为什么可以聊到什么云南白药，还有那罐白白的那罐就是家传一罐用3代人死药还在的那罐白白的，我没想到会炸出这个话题，不愧是我尊爵不凡的熟男们，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普拉加追蕊啊！太棒了，不愧是文化传承的推手们，你们那罐白白的很神奇的疗效的那罐，请一定要继续传承下去，好不好？文化传承靠你各位了，大家的童年，他上的药品，请购买这个卓夫星。好，这个是蛮熊大帝先生推荐的，然后家里有那种跌打损伤的药吗？我们家跌打损伤的药其实真的也不少，因为屯妈会带回来啊，我就是有就用，对，就觉得有些其实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即使有被社会局不是什么。会被那个什么局，就刚刚说那个什么健保局抄很多次，依旧大卖之类的。这样如果好，不过云南白药好像有被成分说禁药吗？我就想说这么有效，基本上感觉就是你对我的血小板做了什么的那种感觉啊。我在聊阿嬷吗？啊，我烫伤了，我要碰趴吗？对，谢谢你们的关心。你看这个就本频道熟男们的关心，他们的关怀。他们根深蒂固的想说，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他们不要。他们直接跟我讲说：“你有没有那罐白白的拿出来啊？”哦，这就是文化传承，知道吗？不会是本频道熟男。你们在聊当下，又成就了一段日本。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可以精华了吗？这个学姐刚来，完全没有520。我今天原本想说，我就甜蜜蜜的想要520跟大家甜蜜一下，救命救命！阿斯，你各位尊爵不凡的面线们，我们的520有这个甜蜜蜜的语音包啊，就是烫到了，然后甜甜的啊，我的衣服湿了，然后被脱衣服了，我觉得很甜啊，结果他们现在在跟我讲一些跌打损伤的什么云南白药，还有什么那罐就是家传的白白的那罐，一罐。用3代人死药还在的时候，不愧是本频道尊爵不凡熟男级的浪漫，那个是他们的浪漫，你们知道吗？这不是我们本频道猪儿子最孝顺的猪儿子，不是感谢，是恭喜收益化通过了，猪儿子，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等一下，好，德雷捆，你先告诉我会不会被版权？应该是不会被版权了吧？521号是新配方吗？老配方不给过是不是？天哪，你各位熟男们真的对于这些药品怎么会这么有概念？太有概念了，你知道吗？阿嬷更厉害的是，她会自己买酒药。阿嬷自己本身就是跌打损伤、筋烧伤，太屌了。白白的吗？没有，我们在讲那罐。我不晓得它到底叫什么，但是以前阿嬷家一定有，就是烫伤一定就是白白的、冰冰的，然后很像一个瓮的那个弧度。对，就刚刚有讨论到一堆奇奇怪怪的药，都是去旧爵江啊，旧爵江只能说那边真的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去逛的呢。应该说我不会去里面挖掘药品，只是它里面的那个风格保有台湾文化的一些传承在里面。对。该怎么说？那个建筑的风格啦，文化传承
竹儿子，谢谢愿意把妈妈的这个腌萝卜传承下去，但是可以的话，我希望到你这一代就终止了。我真的很怕您的子子孙孙，你们的肠胃还是要好好的保护下去，好吗？希望它是油腻腻，没有，我没有希望大家油腻腻，我只是想说，就本频道首发520台语专属限定语音包，怎么会被玩成这样？这个文化传承很重要。咱台语的520的低等刚米低的语音包被大家玩成这样，怎么会这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鲑鱼草莓披萨加入了本频道猪仔专员，刚下列咖喱，谢谢，感谢加入猪猪的专员。然后呢，在惨叫跟脱衣服，你们看，你们很奇怪，我明明里面讲了这么多，你们就只听到我在然后脱衣服，然后湿湿的这样子。烫伤不可以涂蜂蜜，到底烫伤谁会去涂蜂蜜？我跟你讲，不止涂蜂蜜，有一些老一辈还会给你涂酱油跟香油。你们务实吗？你们是怎么了？你们的土象星座是不是？你们都很爱就是模仿土象星座呢？各位暖男们，各位尊爵不凡的暖男们，本频道尊爵不凡的熟男们，明明一群暖男，就是很喜欢 cosplay 成直男，或者是土象星座男，怎么了？怎么回事？3立新闻片段吗？不是会被版权？好吧，那这样的话，我还是自己默默的看好了。云听起来很澎吗？什么很澎？什么很澎？我明明在里面很紧张很有劝世的感觉吗？我先老师那个游泳做黑，就2个字，惜字如金，足有。我陈老师最给5号的，我陈老师。我们要集资了，我今天要跟他就紧张你刚才，我陈老师刚才我跟那里有可以吹技工师傅呢，我有去跟师傅讲一下我们的计划。对，上面的 logo 都冰到糊掉，不认得，然后跟男生去当兵一样精彩。你家的药，阿嬷的配方，对。好到，等一下那个又是什么啦？黄道益活络油。等一下，为什么你们家，为什么你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家里都有这些东西？这到底又是什么？黄道。为什么？哇靠！屈臣氏有在卖。等一下，这个很厉害吗？这是什么？屈臣氏有在卖。哇靠！跌打止痛，舒筋活络，黄道益活络油。等一下，花了发，为什么就连这么时尚的屈臣氏居然还真的有在卖？等一下，哇靠！你们今天真是刷新我3观居然就是白白的那个药，居然有办法就是被大家炸出来，居然还有这个什么黄道益活络油，什么云南白药救命！不是啊，等一下，玲玲学长你怎么也被炸？玲玲学长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前2天在这吵的那个台偷偷臭我，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他们都涂牙有涂牙膏，我有耳闻，非常的可怕。他们那么涂眼吗？大姐。你们讲的是真的假的啦？你就是土象吗？土象没有不好，我只能说土象非常的务实。那你各位今天在于处理可能你们的另外一半，或者你们在热恋期，请问你们会这么务实吗？我跟你讲，老娘绝对也是会这么务实。要不然要怎么办啊？你要帮我舔干净，还是怎样啊？要先抱抱亲亲，不然要怎样？先擦药啊！是不是？就即使是今天不是土象星座的我，绝对也是这么的务实，好不好？你各位务实的熟男们，就最爱你们这一点了。不愧是520，啾咪啾咪，我收到了您各位最务实，好不好？最直线的关怀，嘿，又要心博博嘞，好，还是要亲亲抱抱，又要心博博，这个讲对不对？好，趴下吹嘞。520真的是不愧是520，各位，我最喜欢务实的男人了，好不好？真的啊，说真的，烫伤之后，我们还是先擦药吧，是不是？先处理呀。你要涂盐，好，大姐乖。会涂麻油，肚子应该很好吃。不是，学姐是麻油真的有疗效，是不是？对伤口撒盐吗？而且我今天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差不多要唱歌，我应该差不多要唱歌。
已经2点40分了，我应该差不多要唱歌，结果居然大家这个跌打损伤的这个腰上面的这个话题欲罢不能，ギリがないね。それが思わなかったよ。北太平高梁区，济公师傅那边倒是每次过去，我是觉得这个师傅真的也是很慈悲啦，就是他也没有要叫我们带什么，对，而且这个师傅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我过去的，他是就是算是有机身，然后会跟我们对话的呢。他每次讲的东西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诚恳，而且很踏实，就是完完全全不疑有他。对，吴谦老师，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土象星座入过吗？就是因为这样，你各位尊爵不凡，就是这么的务实，这么的踏实，很棒，好不好？哦，原来是知识台吗？我真是520知识台吗？520碰趴知识台这样子，对，必备的吗？是，绝对是必备的，没有错。黄道益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但是我刚的确是在屈臣氏的线上购物平台看到，好不好？有这样没有哦，长辈哦会背这个有绿油精，绿油精基本上小时候一定有，可是我觉得绿油精反而因为现在也有啊，例如说绿油精跟面速利达姆，现在到处都买得到，所以你们爆出了白白的、凉凉的，很像一个什么药瓮的那一罐，我真的整个回忆杀被炸出来，说哇靠，天哪！居然你们连那个都知道，我的天哪！这就是文化传承，知道吧？我们现在进行跌打损伤的文化传承推广，但是跟520有啥关系呢？那个520有啥关系？有关系，想出来那520语音包这个底卡碰趴咯，吼！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传承的推手，你各位寄出了白白的、凉凉的那一罐阿嬷家冰箱一定有的，一袋用3袋，哦，一罐用3袋，冷死要还在的那一罐，我真的好欣慰，这就是文化传承，知道吗？屈臣氏卖很多吗？铁牛运功伞我也觉得很像也还好，因为是现在总觉得还在广告的东西，对，就觉得怎么真的是有一些跌打损伤的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黄道什么油，那个真的是刷新我3观。如果那个白白的万宁暖膏从500涨到2500，等一下牛妈，所以那个叫万宁暖膏吗？牛妈，等一下，这个叫金汉堂万宁暖膏40年老字号，唯一正宗，我不相信你只有40年，我看一下。真的，它叫做金汉堂万宁暖膏天哪，还真的料纸膏嘛是会当用呢，料纸膏湿疹的大家变怎讲？蚊虫咬伤你那是给蚊仔咬，还是皮肤痒，都会当用的。原来它叫做金汉堂万宁暖膏呢。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台湾茄子在狂想曲爱吹了去啊？马友只会让碰趴。学姐，为什么你也在打 PU 啊？学姐，你不要被他们啊！学姐被渗透了。我算是好，变520卖药袋。我们520寄出的关怀就是食物，就是务实。你哪是碰趴，就是要抹药啊，知不？算了，豁出去了啦。对了，520都不520了，这样我们都已经把我们这个软膏的官网都找出来了。我还怕什么？来，欢迎来到低卡的频道。咱今晚唔知是不是在工商号的时间，不过咧，咱520咧要卖啥货？但是要卖在长江米地的，到520限定语音包啦，那低卡限定语音包在520咱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传承这最重要的。那语音包嘛是台语哦，首发那台语语音包这长江米地哦，是安怎咧长江米地的这语音包熊咱讲开什么跌打损伤的抹什么药膏咧，就是因为这个语音包内底这个猪啊，这个猪卡碰趴咯，碰趴咧要安怎？我碰趴，今晚要安怎？今晚就对。好，我要紧，还要碰趴咧。但线上的熟男已经寄出了什么云南白药唔免，他都什么活六油唔免，但这管对不起我笑场，但这管用3袋，人那是翘起药罐是有低人药罐好难念，药个低的这什么金汉堂
万灵卵糕，吼，伫咧阿嬷家，吼，阿嬷因厝内底咧冰箱一定有诶，原来就叫做金汉堂万灵卵糕啦，吼，刚才咧刘妈婆小吹蕊。跟我官网哦，嘿，大姐，刚才你的赞助520这个特别日子，我们要特别就是，是不是？我们要跟别人与众不同，咱期待你捧捧，好，520救命救命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好，我嘛是做感谢恁大家支持，好，啊，毋过是安怎？熊毕竟没有个电台，我嘛唔知影啦，吼，不晓得为什么的，但是要没有个电台都好，帮你的福气。反正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也开给打得起啊！我就继续卖药，我的520各位尊爵不凡的熟男们，当然是碰把的人卖药啊，知无？当然是要整一下，是要懒一下吼，等下卖药了后，再过来做这件代志，你讲好不好咯？这就是务实，知无？好，这是台湾人的务实，知不知道？好，知道没有？对，讲到这个，你们知道我一直觉得我储备心真的很像是卖药的，殊不知我3年之后真的跟你各位讲520今天的来卖药啊！哦，这是加金鱼。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我储备心很像卖药的，殊不知我在520的今天居然还真的卖药，但是我不是真的卖药，我没有真的要卖药啊！救命！金汉堂万灵软膏，对。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要聘请hin春老师来讲哦，我讲到舌头还会打结啊！这个，我联络一下hin春老师，你们等我一下，我想私讯他等我。就别人520非常非常甜蜜，有什么有台词回，有什么啾咪啾咪转盘，我们不用，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要文化传承，那美油啊，好不好？我们用台湾最务实的。最传统的520传承下去，这个就是台湾式。我们520表达爱意，我关心你。对，被蚊虫咬伤，好帮啊嘎，拔起来了。得抓搞，嘛是会当拔起来啦。还是湿疹，嘛是会当拔起来咯。还是皮肤痒，冬天嘛是爱换一个模式啊。金汉堂万灵卵膏，嘿对，就感觉成为无情的卖药机器。反正我已经没有办法浪漫了，被你各位熟男弄到，想要甜甜蜜蜜跟你们登高米弟子嘞，也没有办法，都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只好卖药了，这知道吗？我气候来美油啊，对。要是不说，谁会知道这是520呢？有。我们520基本上还是寄出了非常非常本土，我们非常非常致力于推广文化传承。我们这个台语的语音包算是在我们 B 圈一大突破，殊不知居然炸出了跌打损伤腰高的话题，太棒了！果然是我最爱的兄弟们，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是不是？别人520怎么过，不需要，我不需要知道，我只知道本频道在520的今天变成了卖药台。本地好给了520，今天我只来卖药啊，然后那必干的啦。大病初愈，结果情绪真不稳定吗？不，我记得不是情绪稳定，我情绪超稳定，只是我殊不知是安装在520在卖药啊嘞。为什么520要卖药？我天哪！然后在困中岛啦，哦对，这段时阵，那我可能困中岛啦，没困中岛啦，我卖药啊啦，520快乐了，救命救命啊，30。欢迎金汉堂。对，说到这个尊爵不凡的，我们一贯用3代，人死药还在的这位金汉堂万灵暖膏，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主机，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屯主机，你看是什么业配？会当来催我哦，感谢好金汉堂爸爸，会当考虑一下哦，吼。好啦，我的天哪，我受不了了，我回来了啦！桌子说我跟你讲，我们这位茶猫呢，桌子30个月的猪仔真源，假的，他是我们的绿界高阶会员，一次也是丢个1年的，你们知道吗？1年的知道吗？所以你们已经业障重，什么专员不是，他是萌新，推荐蜘蛛、萝卜干、
腌萝卜、菜包，闻一闻神清气爽，吃一吃精神饱满，绝对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一罐传3代，冷死萝卜还在吗？不，等一下，桌子你冷静，桌子你那罐不要传下去，拜托，我不想让你们那个你们的肠胃到底是什么做的？你们的子子孙孙的，你就对你们家子子孙孙的肠胃这么的有信心是吗？啊！我不会忘记今天的520，2025年的520，我居然在卖药！我想跟你们全部压死，没有办法，不愧是你各位兄弟耶！那就是是你们逼我的我的520怎么变成这样子？这是在卖药！520甜蜜蜜 ，no， 520文化传承 ，yes， 没有错。水灵贝就是那个梗图，没有错。这样吃一口可以抵一点咖啡，不是马克先生，这我不好说啊，马克先生，这个别吃啊！金汉堂快乐业配，金汉堂爸爸来看我，欢迎我们这个也是文化传承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广元素机啦，这个金汉堂，没想到我们讲到这个碰爬齁，居然就炸出了白色的一罐冰箱的。天哪！这是我真的是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520不需要什么甜蜜蜜，不需要了。好，我们今天卖药就是最大的收获了，你们知道吗？要开始在地化，因为小江喷出。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小江他为什么喷出去？他喷了什么东西？难忘的回忆吗？不愧是你各位面试们，在520给了我这么绝无仅有的。我这辈子他妈绝对不会忘记的这个卖药回忆哦！我真谢谢你们的踏实啊！我真谢谢你们的务实啊！浪漫淡雕，其实我觉得很不想这么说，可是我觉得老夫老妻其实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老夫老妻哪是碰趴下回啊？不有也不好的好啊，该下回啊，这个就是这样。对，以前不是热恋期了，你知道吗？外婆呢走了一罐黑到发金的老菜包吗？被九九他们列入。我想请问一下，老菜包到底，请问它可以放多久？老菜包它是怎样可以放1000年吗？1000年遗迹？想做的事情跟实际做的完全不一样，这边首先。雅晨，你去开车啦，气死我了！我今天已经想说怎么办？就是这么害羞的语音，我真的好抵抗。因为面试们如果常来听台的话，应该都知道，我就是对于可能撒娇或者是讲一些甜话，我就是会笑场，我就是可能会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要对我的未来的老公讲的，那个是对未来老公的福利，不是现在要讲的东西，所以我就是还是会保留一条线在那边。对，所以这次就是录这个520的算是本土台语的这个算是比较特别的这个语音，其实我录的蛮害羞的。然后我刚刚还在那边想说，我好纠结怎么办？大家听到会不会就是会心一笑，还怎样？会不会觉得很甜之类的？没有，你们就这样子跟我卖药，你们都没有觉得甜蜜蜜，你们就只想要卖药，我气死我了！这就是我家的兄弟，就是这么的务实，他们都是我的骄傲，知道吗？长官，17个月神助经理，对，17个月嘞，长官。前2天看我猪猪的地，我跟你们讲，我如果在第4台唱，应该不会是国民姑丈那首歌了，我在想，应该会是其他的梗，我在想。好，联络一下hin春那老师啦，你们等我一下啦，我超烦的，520是怎样，不把它抠出来不行，是不是？hin春老师很忙，但是欢迎大家如果有到高雄来这边佚佗，还是环岛或是刚好带着你的小机车想说经过高雄大高雄工业国，欢迎到元大机车行可以到hin春那总裁他们的店给车子保养一下咯顺便跟hin春那总裁打个招呼咯。老夫老妻是用口水，蛮兄大弟你很懂哦，所以可以放很久吗？到那种闻一下味道确定有没有坏掉。所以老菜包很单纯的就只有用盐巴去腌而已吗？放久会变老面。我原本真的要唱歌了，但是为什么这个话题
欲罢不能啊！你各位520居然变成卖药台，救命！不是你好，我们今天真是520，很浪漫的520，真的是很浪漫的520，你们相信我。外婆那个老菜包走了之后就30年，所以这个老菜包到底可以放多久？想讨论什么？为什么猪被烫到？没有啦，我说的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听的那个520的语音包，明明就很浪漫，明明很浪漫，不是吗？超过50年应该不会有人拿出来卖嘛，所以真的可以放这么久。有啦，有甜蜜蜜吗？有吗？有吗？喵喵有吗？就听到啊，你们就啊，我明明讲了很多，明显都比迪卡还疯，超疯啊！学姐超疯啊！一群疯子，你知道吗？一群疯子。以前没有吃，前面味道比较清爽，这是酸味真的高很多。我们就小椒反应激烈，毕竟小椒很少。水里面就只有小江是正常人，水里面就只有小江是正常人，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猪儿子看过日本的废墟，反正哦，放了一罐不晓得放多久的盐酥，哦天哪天哪，搞不好还可以吃哦。老菜包通常会低水分又高盐，可以保存很久。哇靠，保存，所以老菜包也是那种可以一罐存3代的那个嘛。大家就曾经看到我一阵子一直渴吗？拿出一条很珍贵的切了2片泡茶给你，很快就不渴了。但是某种意义上很可怕的体验，但是你真的不渴啦。只用盐巴，但你看长辈他们就弄蛮久的。老菜包放久会变大，大坏蛋。所以可以放这么久的东西，顶多就是它放了盐巴，然后脱水了，就真的可以放这么久。传说中的老菜包，天哪！猪儿子，我真的开始期待了。妈妈在开会员初期，线上的这个菜包，搞不好真的有机会变成老菜包。可是腌法不一样啊，毕竟老菜包的腌法其实是感觉比较像风干吧。可是我那里面就已经有放那个糖啊，跟那个苹果醋啊之类的了。对，去屏东东港参加黑尾鱼季吗？好吃，就那种厂商爸爸，就是啊，对，厂商爸爸520，不晓得为什么本频道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卖药台了。既然都已经变成卖药台了，我卡都已经存了起啊，你就过来找我吧，谢谢，感谢厂商爸爸。都很正常吗？你们正常不要稍微快一点点。发黑的老菜包非常昂贵吗？所以发黑的老菜包价钱大概都落在哪里啊？能走棍还在，没错，16页。16页应该不会是小公主大师兄本人吧？应该不是啦，吼。520快乐木恩，谢谢你特别过来。我的520的浪漫已经被淡掉了，已经变成卖药台。大完蛋样子像高赛吗？真的吗？天哪！肚子痛，结果拿去泡茶就好了。你看看，我们是老一辈的传承的东西，不能小看啊。阿嬷自己弄的菜包，你记得是黑色，小时候以为是坏掉，长大之后是哦，天价！我的天！可是说真的，我真的很爱吃老菜包的一些，像是菜包能啊，或者是老菜包的那个鸡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好好喝哦。上次吃到酒杯就是。我真的没有加酒，我才跟你们讲说你们不要再传下去了。我总觉得哑巴有，还很贵吗？年份到一定还可以，天啊，比黄金贵！你各位知道了吗？居然老菜包有机会成为天价，比黄金还贵！我的天哪，还不快腌起来！老菜包是不是？我知道哦，谢谢16页。老菜包等一下，1两30。一坛50年喊到10万，我天，10万块！哇靠！某方面来说，老菜包可能是珍贵的玉石啊！我今天一直在，我明明今天520想说跟你们聊聊关于台语语音包，怎么会变成在卖药，跟你们聊老菜包？天哪！不行，我肚子好饿，我觉得我要做一些事情，要转移我的注意力。没有错，是什么呢？
感谢你各位尊爵不凡的140几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讨论520卖药以及我们的老菜包。我今天原本真的很想跟你们浪漫一下的，虽然说我们各位兄弟基本上常常在 DC 跟他们的老公聊来聊去，但是既然是520，不免俗的真的想跟大家浪漫一下，谢谢你各位的爱。殊不知变成卖药台啊，在跟你们讨论老菜包，一点都不浪漫啊！好，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喝水。说时迟，那时快，时间来到了3点。虽然说我们这样的话题建立到老菜包上面，但是我觉得也是不失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环。你们说是吗？讲到文化传承，就请各位一定要莅临本频道5月28号的3D 募资现场咯。大波老师救我！我今天原本想说要跟大家浪漫一下，结果已经变成了卖药台了。老师，我跟你讲，我读到迄台湾家基地啊的这个 BGM 已经吹落去啊，你敢知？我无咧好笑。来，感谢各位来到我们迪卡顿足球频道。今天是520吼，今摆就罗曼蒂克吼，这个节日咯。520是啥会？就是少年家咧讲哦，我爱你啦。啊，这个我爱你咧吼，这个迪卡顿足球咧嘛是伫咧今仔日吼推出咧文化传承的台语语音包灯光密地吼，互你少年人感受一个咱台语的灯光密地。啊，是安怎雄雄变是咧卖药的台咧？吼，是因为这灯光密地的这个520语音包内底的这个迪卡囤足吉的雄雄伫咧整个菜包的时阵蹦趴咯。啊，蹦趴是要安怎咧？蹦趴就是要找咧金汉堂万宁软膏咯。而且金汉堂万宁软膏是咧创啥货咧？咧撩纸膏会当抹，死者嘛是会当抹，你若像我放啊顶着嘛是会当抹。嘿，若是咧皮肤痒，吼，当然嘛是会当抹咯，吼，一罐用3袋，人死药还在咧，金冠糖虾会，我再夸一摆咧，哦，金汉堂不是金冠糖咯，金汉堂万宁软膏咧，厂商业配爸爸我伫遮，吼，咱这边找彼此的业配，吼，会当找我是台湾囤足机，吼，是安怎伫520向遐卖药啊咧，我嘛不知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卖药在520救你。而且你知道吗？我已经累地够了，你们知道？没错，我们老菜包嘛是做浪漫的，好，基本上好这一腌好可以腌个3袋，是不是？人走了，老菜包还在，是不是？砰啪就这样。而且大宝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台语语音包里面直接公告砰啪，就是讲到说啊，我可能被油烫到了。好，我们真是非常实际的熟男们。好，并没有说迪卡你没事吧？快去冲水什么之类的，没有。他们寄出了什么金汉堂万宁软膏，而且那个时候根本不晓得他们在讲这一罐。应该说我知道他们在讲这个，可不晓得是什么金汉堂万宁软膏。我们只知道什么哦，那罐白白的、冰冰的，猪猪有没有拿出来？哦，我看到超感动，你知道吗？哦，这个就是文化传承，你知道吗？原来那个白白的、冰冰的，阿嬷家有的冰箱里面的，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我们的美编牛妈马上知道是什么东西哦，金汉堂万宁软膏。于是本频道就变卖药台了。这个时候，我们尹春老师就被 Q 出来，你知道吗？大家都说哦，猪猪啊，你这个叫尹春老师来讲一下。我说哦，我现在马上 call 他一下。尹春老师超忙的，我怎么敢打扰他？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东西要是来叫黑尹春老师来供哦，真正适合到不行，超级适合，好不好？这因为这个口白已经回不去。我原本520真的要跟大家浪漫一下的，就人家烫伤就说哦，你没事吧，猪猪，让我看一下，我们去冲水。没有，本频道的熟男哦，碰趴哦，我要不要记得啦？白白的、冰冰的、凉凉的，嘿，阿嬷家的，
实，你们知道吧？就是超务实的。讲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跟蔡波慢慢变老，没有错。福米的是安内啦，就迪卡开始。等一下，为什么就大正百宝的？为什么我在今天看到什么活络油、什么万宁暖膏，还有什么云南白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么懂那些东西？说一条价值10万的老菜报告白，浪漫！我跟你讲，浪漫。如果这个价值10万，我跟你讲，这个媲美这是什么？应该是媲美那么求婚戒指了吧？我跟你讲，今天要是真的求婚戒指是老菜报，我马上感动落泪，绝对感动落泪。为什么？你要是钻石的话，它会掉价。钻石它不像黄金会涨，对，因为这张黄金已经涨到前阵子涨到天价，但现在又掉下来了，对不对？但是钻石呢，你买下去那个 moment 它就已经贬值了。但是在老菜报不会，好不好？就跟黄金一样，它会增值，真的会感动落泪，好不好？我不会好小，你而且有一天要跟你女朋友还是拎包求婚，那老菜报拿出去，对方长辈一定满意，因为他为什么？他们知道你很懂得赚钱，知不知道？懂得理财，知道菜报的价值，对不对？说到菜报，有些风干腌菜是风干4季豆吗？一条10万老菜报，有啊！刚刚你们不是说老菜报价值不菲吗？堪称黄金吗？充满年代，是不是？我们充满年代感的这个浪漫，我们这个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环吧？超烦，一直文化传，但结果很好笑，跟逻辑很顺没有不顺想起来了，豆菜干也很疯。倒菜瓜哥是啥回？倒菜那一坛的嫁妆吗？妈给我的，在我女儿就是要开的，刚从日本回来。大正百宝能吗？如果你真的送的话，基本上也是收啦，好不好？这是万灵丹之一，甜蜜蜜，是不是？晨晨，我今天本带金价被登缸米低，我真的想跟大家甜蜜蜜一下，是按照我的台语语音包的这个试听版本下去。一去不回头，变成卖药台了。我明明想传达的就不是卖药台啊，明明就很脸红心跳啊，对不对？世上千千万万种药，就底下草莓披萨，没想到你也这么擅长土味情话。那你请你一定要跟我们家美编伊木拉先生尬广一下呢。不，请叫他小姐，他比较喜欢大家叫他小姐，谢谢。先回老家了，快20年，多放几年那个，几年之后我还在吗？但是基本上，来，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个，我还在吗？我还在不在？在啊，怎么不在？来，我跟你讲，那是这个募资真叫有成功，我大概3年内一定都还在啦，知道没有？我大概3年内因为这个募资如果真的冲到最顶的那个，我这样3年还太短，我大概5年内都还在啦，好不好？好不好？我们3D 募资即将在5月28号晚上8点准时启动，请大家告诉大家。而且没有意外的话，这几天各位 B 朋友们或者各位厂商们之前有合作过的一些贵人们或者是朋友们，已经有陆续收到猪猪这边算是私讯您的一个尊爵不凡的邀请。对，只要是我的私讯都是尊爵不凡呢，可以自己讲。对，那目前我们的邀请名单还是努力增生中。就像方才有拜访本频道的阿里亚桑以及江诺的 BB， 还没有收到的代表，我还在安排，请等我一下，好不好？也谢谢大家，就是想要自主降落或者要共襄盛举一起过来玩的朋友们，真的都谢谢大家。那528我们晚上开启的募资活动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local 之外呢，涵盖着非常非常非常庞大的文化传承的内容，请大家告诉大家。我现在去摘花，待会回来真的要唱歌了，我真的要唱了，好不好？真的要唱了。不管未来还会个变啥物。
听讲咧，这个迪卡咧囤足起咧，伫咧520的今仔日咧，雄雄咧前菜补卵的时阵就碰趴咯，啊碰趴安怎啊？嘿，若是碰趴，得爱找对啥？金汉堂万宁卵糕咯。那金汉堂万宁卵糕呢？这是工商号是干嘛？嘛唔知呢，因为这厂商爸爸还没来催我咧，厂商爸爸还没来催我，但是呢，对不对？好，金汉堂万宁卵糕就是520寄出的这我们台湾式的浪漫哦，因为是碰趴一直来催金汉堂万宁卵糕咯。啊，这个这台湾家己的工商区，你等我一下。嘛是爱吹落去吼，才有工商号的这个氛围咯，吼。啊，你才520向可以讲啊，那金汉堂万宁卵糕咧，就是因为阮兜的面线咧，袂讲碰拍的时阵咧，向就讲迄白白的、冰冰的，阿嬤冰箱一定有的迄卵糕，嘿，就是这金汉堂万宁卵糕咯。我真是想袂到咧520吼，寄出这个什么台语的灯光密的这个语音碰拍。语音碰爬包居然有办法炸出你各位阿嬤家黑冰冰的金汉堂万宁卵糕呢，这个就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呢，你们都是我文化传承的推手呢，婆虾吹蕊哦，今天另外骄傲啦，米线金汉堂万宁卵糕，请来，厂商爸爸看这里，如果有需要业费的话。可以找我们这边迪卡追逐机哦！你看，那卡西拢穿好好势啊！我随时准备好，来给业配一个哦！咱的文化传承真正最重要的。今仔日万宁蛋糕若是要找 VTuber 推广而且 VTuber 业配当找我感谢啊！救命！好，谢谢大家。对，就我们真的非常愉快的520。我们用金汉堂万宁卵糕结束我们这个话题，甜蜜不起来，打不赢就加入，你知道吗？打不赢就加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25年5月20号，因各位带过我的登冈美的 ，AKA 金汉堂万宁卵糕。这一关真的很顶啊，是不是？一关用3代，人走药还在咯。520送金光堂万宁卵糕，好甜蜜哦，是不是？小时候镇上打什么熊灯是，让我觉得好怀念。你们说的熊灯是夜市的意思吗？是吗？是这样子吗？居然我们出现了，我们的外省眷村居然是用牙膏呢？有啦，其实我们之前这边老一辈也是有呢。像折扣码吗？你若是要折扣码，5可能迪卡0530输入的去5可能没折扣，没有折扣卡，没有这种东西，小心提告，想让我被告好不好？如果未来真的有机会，我们厂商爸爸不生气的话，OK， 我觉得配合一下金汉堂万宁卵糕真的可以耶。我们看一下我们厂商爸爸要不要赏脸，看我这个缘分啦。我觉得其实业配什么的还蛮看缘分的，对。我刚才想一想，要试法的问题吗？好，总之呢，谢谢金汉堂万宁卵糕的出现。对，牙膏有口水，我不敢说我是最本土的 VTuber， 对，我只能说有办法把520完成卖药台的。对，我不知道我是第一个，但是如果我是第一个的话，我也蛮开心的。对啊，熊蛋啊，好怀念哦！以前爸爸拢讲我可以写熊蛋嘛，就我爸爸也是会说熊蛋，没有错。你好，哎呀，金明安恋，真心。等一下 ，CIC 先生你也很会哦，今嘛卡空八空空530，嘿，就我会写你，会当获得折扣嘛？你若是拍过去就讲。迪卡520，我爱你啦！好的，那获得咱折扣嘛，好，今麦金卡还空8530，我不要玩了，我今天明明是520，我都没有办法跟你们浪漫一下，都这样子，我还是去唱歌好了啦，超烦躁的。好了，唱歌啦，我们今天也稍微看一下猪猪的喉咙是不是稍微复健了呢？谢谢520。我看一下
等一下，我看到了这个520的赞助，是在绿界的吗？哦，是，等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看到了520的赞助，好像不是从3强，是从绿界，是不是？啊，不好意思，我今天绿界好像没有开起来，那我看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又有拼图？我没有，为什么又有拼图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制药公司欢迎大家购买 BIKA 520语音包，买语音包学台语。碰趴，起水泡，碰趴。是哪一位制药公司爸爸？感谢感谢，这个是我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啦吼。而且哦，我有发现那个，有没有发现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个投递，那个什么卡拉 OK 的音效好像也没有带过来，对不对？不用担心，我在帮大家慢慢的新增回来卡拉 OK 音效的部分。好，付款人叫做更爱了吗？每次撑不住看迪卡，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一定要来帮忙烫伤的猪猪把衣服脱掉。叫做为什么这个人叫做更爱了？然后到底是谁？更爱了深深，是谁？我相信你的爱已经传达到你的老公心中了，好不好？初配卖药，520也卖药。我就说我是一个不忘初衷的 VTuber， 你们去拿一个找到就是这么莫忘初衷的 VTuber 呢？初配卖药，现在还真的在卖药。讲到最浪漫的事，一起擦药。是不是我们一起受伤，没有彼此埋怨，还彼此帮彼此擦药？这比擦防晒乳还要再浪漫，不是吗？是不是？哦，你受伤了吗？让我来帮你擦擦药。哦，你也受伤了吗？我记得去年你帮我带了金汉堂万年暖糕，现在依旧冰在冰箱里。谢谢你带了这么浪漫的药膏回来，这么万用的药膏，我无时无刻都可以拿起来擦。在我擦它的当下，都让我想到你对我的关怀，那一阵沁凉，不管是从背脊，从我的该逼啊，不是，从我的敏感带，都让我觉得无比的浪漫。你就是我最浪漫的520。对，更爱了。等一下，是不是大姐啦？原来是那个他娃娃，やっぱり，原来哦，那可能是大姐，是不对？哎，大姐，他娃了解你的梗呢。别人是一起学猫叫，我们谁来碰吧？啊，讨厌！等一下，为什么这个梗这么好玩啦？我的天哪，受不了了！我连情节都想好了啊。你知道吗？这一罐从我阿嬷，不是我阿祖那一罐传下来，每次当我受伤烫伤的时候，一定拿起这一罐。我万万没想到，居然在这个茫茫人海中，你们家也拥有这个金汉堂万年暖糕。你真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一位，就是你了。什么？不止金汉堂，你连老菜包都准备好了。什么？你今天求婚就打算拿你们家价值10万的家传老菜包？我的天哪！你真是我的。等一下，你就是我的那个对的人，不止金汉堂，还有价值10万的老菜包。敏感，我没有开车。有些人的敏感带搞不好就是在手肘而已，或者在脖子，好不好？然后或者是在哪里，在臀部什么的，大腿内侧好，都可能被我们的蚊子无所不在，都有可能会被叮啊，你知道吗？你暴露了吗，大姐？你不晓得那个就是他娃娃挖的坑吗？让我们一起擦药，让我们一起擦药，一起爱爱就。你刚刚没有听的什么？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我阿昼的金汉堂万年暖糕让我找到了我的生命中的那一半。他不止家里也拥有跟我同样的金汉堂万年暖糕，从阿昼那一代传下来之外，他还懂得用老菜包跟我求婚，价值10万、价值不菲的老菜包。我们的价值观雷同，这个太重要了。相信我们可以一起谱成非常非常圆满的家庭。让我们继续把这个金汉堂万年暖糕一罐不止传3代，我们要传6代。我们走了，虽然说药还在，把这罐药继续让子子孙孙传3代哦，不止让你传3代哦。我家传药膏为了你用光了又何妨？我们可以再买呀。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在播对了？真的假的啊，牛妈？不忘初衷是520最罗曼蒂克的事情了，披萨先生。不论是多少的金银财宝，都比不过当初你我擦的那一下药膏，是不是？我们520的浪漫。感谢你各位，让本频道体现了非常本土、非常不一样的520。不，没有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式的浪漫。我们沁凉的金汉堂万年暖糕，非常非常适合在我们现在炎热的夏天，今晚帮啊做贼耶，蚊虫叮咬非常适用哦，好不好？最赞的520，我们最赞的520，最赞的台湾传承，尽在迪卡豚足鸡频道。好馄饨很好吃，菜包很久远，一条又没有串。有啦，我可以陪大家至少到4点还是4点半了，好不好？就最后一点，这是我祖先留给我的，那是为了我，但是为了就算用光了也无妨，没有错。我的生命如同这罐药膏，就交给你了。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为什么是天子？因为本频道全部都是脑公的脑公啊！乖孙，阿妈跟你说，这药一定要传下去。好了啦，我真的要唱歌了啦！好好的520变成卖药台万年暖糕，牛妈，你懂得太多了，牛妈！哦，我要疯掉了，我的天哪！好了，真的唱歌了，真的要唱了，真的唱了，真的要唱了。我的浪漫在这里，我的浪漫全在这里了，你们相信我。我的浪漫还在啦，你们相信我啦，就瓜啦。怎么办？520，我原本想说跟你们唱一些甜歌，但是我觉得我好想继续跟你们玩文化传承哦。哦，兄弟，我真的爱死你们了，你们真的。兄弟，我的 echo 是不是一直听到，对不对？我一直把 echo 开着，你们知道吗？好了，兄弟啊，我没有暖嗓呢，我也不知道我喉咙状况怎么样呢。就一罐金汉堂万年暖糕，我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吧。你们最爱的文化传承，不就在这吗？520快乐，兄弟！这就是你们要的文化传承啊！兄弟，我回不去了，兄弟！为着环境，袂转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昔日的海岸，今日犹原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你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地。我也永远期待着。
前程。有啊，这首歌有灯光米滴啊，灯光米滴一个静静啊，小北海怀静静啊，对唔？你们帮我听一下声音可不可以啦？好不好？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一段遥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昔日的海岸，今只犹原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离别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请问一下，卡拉 OK 会不会太大声或太小声？我想吃臭豆腐哦，我是认真想吃臭豆腐，我听到这首歌就很想吃臭豆腐。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离别的情景不再感情，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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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原来我刚刚都没有开 echo， 我一直以为我有开。等一下哦。原来我一直以为我原来好，没事没事。金汉堂厂商爸爸，其实这首歌可以吗？对，这首歌呢，基本上你要说它甜吗？有啦，我们有甜蜜过了，甜蜜之后可能难免有会澎湃这个情形吼，的澎湃情形嘛，就是金汉堂吼和您暖糕的来出现咯。我回不去了，救命！你们要给我负责！我现在脑子无时无刻都是金汉堂，救命！啊！等一下，不行，我必须要稍微的画风突变一下。我们今天是520嘛，我们还是得要甜蜜一下嘛，对不对？等一下，不行，我要回来520的这个主题，我要回来一下。对，莫忘初衷，继续卖药。有啦，这个有稍微520一点了啦。假熬，不是假熬。有了。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中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我熬，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心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加伫恁兜，阮对少年，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会去献献予恁兜，才知幸福是早早老老。
等待转去的时阵哪到，我会留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我为什么又看到曲终人散了？救命！有啦，今仔日520吼，这个加后吼有符合我们今天520的这氛围啊吼，我没有标题扎起哦，没有哦。有一日咱若老，有心不惊你有效，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就跟你用金汉堂乱搞，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正在幸福是到底用金汉堂等恁乱搞。等待转去的时阵哪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又不是金曼堂伴恁乱搞，救命！救命！都是你们害的，天啊！救命！我的520没了，全部都没了！哦天啊！怎么办啊？完蛋了！等一下，我这样整个不行！啊！等一下，救命！啊！姐，不行！啊，已经变成金汉堂的形状了，我必须回来。等一下，有一首歌。嘛是会当用金汉堂万灵蛋糕，是因为啥货咧？咱头拄仔咧阿月饼的讲，若是必顺的时阵，必顺也足痛，要安怎？哦，必顺哦，嘛是会当用金汉堂万灵卵糕哦。打不过就加入啦，随便啦，金汉堂万灵卵糕都来了。打不过就加入，都加了，都加了。打不过就加入。你是感觉足痛的，有必顺的时阵，欢迎用金汉堂万灵卵糕哦。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伫这个轮回，情深剩啥货？你看日出会照我咧体，是自然的温馨作势，像人心啊疼，一定要金汉堂万灵卵糕就好，就袂疼咯。免伤做解释，予人心顶地。随我再经过，谁拢袂放过。有真种缘分，予人做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的袂当相陪。天地只看，予人美相随，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断翅的飞，满世界找你的人。
做解说，予人心顶地。随我在经过，袂当忘记咱天堂万年乱搞哦。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搁相等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看，予人美相随，数几轮体，体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等时的飞。我是嫁做你的男的地，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最近买高卖得很好，有什么头绪吗？请立即锁定朱迪卡频道，我们的文化传承不能少，你们都是我各位重要的文化传承推手啊！闭嘴了！我的窝里全没了，兄弟，你们要负责啊！天地之看，予人美相随，数几轮体，体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等时的飞。我是嫁水列金汉堂万年软膏吗？您怀疑金毛贝的5折扣码，请输入0800。等一下啊！从外金汉堂万年软膏，我着我的必须的所在，我着无后悔啦！我规撮海了了啊！叫我离婚，对甲必顺，我妈妈有我。完蛋了，我就连必顺也回不去了。啊哈！蛋呢？啊那边姐，我现在必顺也回不去，怎么会这样子？我知道了啊，我只好寄出我们的新人类老师，不好意思，失礼了。啊，小黄鸡老师救我！这首歌可以吧？这首歌够难过了。救命！小黄鸡老师救我！小黄鸡老师可以的。我们新人类上老师最近发专辑，对，幸福亲像最后一盘人我袂赴的火车，只有月光寂寞破落地涂骹。你讲拢是我误会，不是你变卦。本来就无爱，一句话使人就心痛。心痛不要紧，我金汉堂旺林暖膏哦。啊，是香港东港笑话，错你的雨伞，你困袂去的暗暝，电话来为你唱的歌。我予你静静，等你爱我孤单。我的心爱有鸟要花煞无声，目睭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口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苦花。虽然一场空，嘛已经有结答。我的心爱有鸟要花煞无声，原来咱爱一人苦空无较绝，别人的话都不听，一心憨憨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
不容易撑下来的水灵宝贝哦。风沙对面停在歌，嘛拢无感觉。希望亲像无在通，予你一句话雄雄打破。明明就有伤，哪搁点点徛伫这？我的心爱有将要化煞无声，目睭来起着大影，叫我莫迷茫。胸口留着你的香，双手捌有你来靠岸。虽然一条空，往事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爱有将要化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扛无脚纸，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戆戆对你行，还是加着耳孔苦涩的情歌。我的心爱有将要化煞无声，目睭起着大雨，不愿予人看。胸口留着你的香，予人烧玫瑰的香。虽然一条空，有事嘛已经有价值。我的心爱有将要化煞无声，原来哪会一人苦扛无脚纸，别人的话拢不听，一心戆戆对你行，爱是倔强的情歌，目屎流过笑容的情歌。哦，三哥，你那个梗我刚刚一直想到，一直在憋笑。哦，嘿，那个汤就是在金汉堂万年软膏的汤哦。金汉堂万年软膏的香味真的还蛮特别的啦，大家就是对，如果真的有机会，你们可以去阿公阿嬷家的冰箱，绝对有机会翻出一罐，真的很厉害，好不好？我没有业配，厂商宝宝看过来，我们的文化传承包含着我们这些跌打损伤。有一些真的是无告厉害，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么厉害呢？啊，等一下，来，佳佳救我，佳佳，我们请佳佳稍微画风突变一下。哦。抱歉，不是金汉堂，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想哭的话就哭了啊。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会醉。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了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我想问我自己吗？爱要是想家，就想要家，就有个家。那该有多好啊！愿望都会成真吗？打开前进模式吧。爱不是搬家，就问你了，说放就放，像没事一样。没事的，插了金冠肠，不是插了金冠肠就没事了。抱歉。不
不是洋娃娃，微笑久了会累吧？我怎么想就那么想，懒得再假装。抱歉，是我们的泥皮耶，你想要是我们的泥皮耶，想哭的话是泥皮耶。管谁的眼光，我有一点累，才没会醉。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我们是真的爱吗？你想问你自己吗？爱要是想假假就照剧本过下去啊，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抢着说实话？爱不是扮假假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要是我掉眼泪，那是爱不是筹码，转过头不让你笑话。我们是真的爱吗？你想问你自己吗？要是想假假就照剧本过下去啊，那会多快乐啊！结尾会有彩蛋吗？谁会抢着说实话？爱不是扮假假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大人一样。爱不是扮假假就讲好了要忘就忘。像金汉堂万宁暖糕一样，总是抚平你的伤口，扮家家酒什么的。金汉堂万宁暖糕也可以陪伴你度过一个清凉的午后哦。为什么扮家家酒要叫金汉堂万宁暖糕？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很凉。它是阿嬷家的冰箱，我的520回不去了。唉，谢谢大家。你比叫我，你比我的520都不520了啊！你比，你比520快乐。你比，你知道金汉堂万宁暖糕吗？你比消失了。他隐私欸，我觉得我的520回不去了。金汉堂，是你比520快乐啊！你超级可爱的小泥皮。我觉得我的喉咙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回复了，但是已经崩溃到我觉得开过嗓了，你知道吗？开过嗓了。520不就礼拜2吗？这不是我们的彩彩吗？520快乐，彩彩今天开心吗？520，彩彩你知道金汉堂万宁暖糕吗？我今天已经回不去了呢，彩彩。我也是囤货版的芋头巧克力吗？哦，听说我们彩彩还有最后一颗，是这样子吗？闭上眼睛，那是朱迪卡的金汉堂。大姐，应该说无意打扰您的午休，变成金汉堂万宁暖糕。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怎么会变成这样？救命！救命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首。自然都已经躲不过金汉堂万宁暖糕了，那我们就继续文化传承下去。你们觉得如何？我们的520怎么可以忘记我们的女神呢？不是这首歌，我还没有练。我们的女神一定要请出来的。哦耶！崔蕊520，我的妈总，我爱你啊！
北沙屯妈祖啦吼。可是怎么唱我有点忘记了，文化传承哦。情哦情哦，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我相信我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跑车面对疾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前有山体，水的小河，甲咱做阿奶。等一下，女神加持一下。今日起雨，爬山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花莲庆祝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迎向爬山屯马祖。金啊！然后女神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吗？不会啦，除了阿妹，还有我们的 A 妹，当然还有咱的妈祖婆金啊！是的，没有错，是女神没有错。情哦情哦，踏出星星的脚步，情哦情哦，你我有缘再相逢。粉红色跑车面对疾风，心中抱着一粒勇。山前有山体，虽然小雨，甲咱做人爱牛步。今日起雨，爬山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花莲庆祝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迎向爬山屯马祖。粉红色跑车面对疾风，其实这个是合音呢，没有人帮我合音，我自己合呢。哒哒哒哒，对，是真女神好吗？我们台湾的真女神。今日起雨，爬山屯马祖，心坚定的理想。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冲冲向前冲，对幸福的力量。人生路上波浪，花莲庆祝心坚强，带走世间所有的悲伤，迎向爬山屯马祖。金啊，金啊！对，这是真女神，而且我就是上个礼拜很像就是练这首歌嘛，然后我还以为说哦，那妈祖的那个主题曲《粉红超跑》我总算会了，我就觉得超开心。殊不知还有另外一首《天后驾到》是吗？我以为是同一首，我不知道说原来《天后驾到》跟那个粉红超跑是不同一首歌。然后大宝师说不一样啊，他们不一样的歌呢。然后我一直以为很像，因为他们太像，我一直以为一样，你知道？哦，原来是不同首。我们在择日再稍微的把它练起来，把它练回来。对啊，N 年前的笑话，请问你，你觉得你的宅男女神是谁？妈祖，没有错，妈祖真是真女神啊！对，这个520
绝对没有打开错的方式。这个就是最本土、最朱迪卡式的520过节方式呢。而且这520一定要献给妈祖，他真是保佑我们台湾太多太多的市井小民了，真的是一定要献给他。对，毫无违和的，就是本频道的氛围，不用怀疑。还有一首没有错，蛮多神明都取子，是的，是的。然后讲到白沙屯妈祖，其实今天就是在开台前，我有跟大家讲说，你们等我一下，因为我有去找济公师傅，有跟他讲一讲，就是说，我们528会那个募资的这个部分，然后请济公师傅加持一下。然后这个济公师傅基本上我觉得也是缘分让我去找到他嘛，因为这个济公师傅他并不是说大庙那种，就是可能我念念我自己的心愿，然后烧个香烧个金纸过去，没有，他是有机身的，也就是说每次我去找他，那就是机身的北北就是会，反正就是借这位北北的身体跟我算是我就是问事情，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形式。对，我没想到会就是变成说，这个比较玄学的东西，真的也是透过缘分去认识到这位济公师傅。然后毕竟他是神明嘛，所以他也有跟我聊到说，白沙屯妈祖大概他们30年前有见过面，对，是真的有交流过这样。然后他说白沙屯妈祖是真的很怎么讲，推崇孝道的一个神明。对，反正每个神明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在，只是就是我自己也会很好奇说，因为白沙屯这么大的阵仗，当然都会听到很不同的声音嘛。那当然有一些可能就是非常虔诚，就是跟上的香灯脚们，就连我自己也是在那个礼拜密集的，就是可能我没有空过去跟，可是我就是努力的挂着，就是算是3D 募资的这个状况下，也算是致敬白沙屯妈祖的现场连线直播的部分。然后我就询问一下，应该说我想问，但是我担心说，毕竟有点像说今天你去人家的台问其他 V 鹏鹏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是我担心神明也会，所以我并没有主动开口。可是很神奇的是，就济公师傅自己有跟我聊到白沙屯妈祖，就是我不知道忘记哪一个桥段，他有带到说，好像是关于什么信仰虔诚，还有就是说祭典庙会可能是因为这样带到白沙屯妈祖这样，我就觉得说今天可能我去问济公师傅，然后我又可能问其他的 V 鹏鹏，就感觉就问其他的神明，感觉就很像有点不礼貌，所以我没有主动开口，就没想到就是济公师傅自己主动开口，你知道吗？对，你们懂吗？就像今天可能有些观众过来，那你们就 focus 在猪这边的计划，或者猪这边的一些烹啊，或者是精明干练啊，你们就尽量不要去提到其他主播嘛。然后我每次去各个神明那边，我也是尽量去避免。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真的神明，他们很慈悲，他们根本就不会 care 说你今天是提到你其他的推啊，还是怎样怎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不会 care， 他们还会侃侃而谈说那个神明个性怎么样，之前跟他见面聊了些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就他也主动跟我提到说，白沙屯妈祖就是他30年前见过面，然后他也聊到说，他们这个白沙屯妈祖的这个绕境或者是进香传承，其实并不是这1-2年就有了，日治时代就开始了，日治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济公师傅他也跟我讲说，文化传承真的很重要。我听得真的很感动他并没有去说，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会听到很多声音毕竟这个进香很盛大嘛，那一定会有一些可能反对，或者是说交通妨碍啊之类的，那些我都知道。但是这个济公师傅只有跟我讲说，这个是1000年的传承。对，他说其实并不是这几年可能大家就是人来疯去走，没有，他说那个是1000年的力量，就是把它他说这个也算是因为文化传承把它走到现在，年轻人愿意继续走，有它的原因在。对，所以其实日治时代开始走，天哪，100年了吧？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好感动。然后他有跟我聊到说，那当然就是目前白沙屯妈祖的可能绕境跟进香是比较盛大的，那大甲镇南宫那边一定也是会想说，那如果大家开始可以接受这些东西的话，他们也会努力跟上之类的吧。就说其实这些绕境并不是说谁要跟谁，而是其实神明
说真的还是会希望大家跟上，只是他们不勉强，他们也不会去批评。那也希望大家不要用批评的态度，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有它存在的必要性。那每次跟这个济公师傅讲话，我都会觉得很踏实，因为他都不会去一踩一捧，你懂吗？就是说他都会跟我讲说那个根源是什么。这个进香，这个绕境，他说日治时代就开始了，那大家为什么继续走？一定是因为获得了力量，那个就是他们的信仰，然后才会聚集成，就是算是聚集成一个这么大的能量，让大家33万人愿意在今年度一起走出来。那他也没有特别去肯定否定，而是说那个就是人们对于信仰的一个坚持，然后神明也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获得更多，算是彼此互惠的一个能量这样子。对，所以就知道说啊，原来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当然我也有问说，就是可能关于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计划，bra 的卖个关子。之后反正接下来我跟大宝老师反正也是一样啦，会努力到最后一刻。然后至于未来等到有机会开台，我会再一一跟大家分享说那时候去哪一个神明那边保了什么杯，然后包含今天济公师傅跟我说什么这次的计划会怎么样之类的。对，所以先卖个关子。神女话其实大部分对是真的，而且是要真的神明，就是真的神明，因为有些乩身他们附的并不是神明。对，所以就这个可能就是要，我觉得还蛮看缘分的。对，从日治时代真的是很久。对，没错，金汉讨论高保护下到家了，是这样子吗？阿叶饼，我开定他塞马塞。不只是国内交流啊，国外的交流的部分，我下次想跟济公师傅聊看看。而且这个济公师傅真的是很 international， 所以我跟你讲，神明他真的有在跟我们人类一起进化。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面临到的可能一些政治的、网络上面的乱源什么之类的，他们都知道。我有办法跟这个济公师傅聊政治，很神奇吧？对。他们就会把一些根源的东西讲出来，对，然后他们神明真的会互相交流。我觉得稍微不知道会不会不礼貌，但是我觉得真的跟 B 圈蛮像的，就是有一些观众会觉得说可能看 B 是一个信仰什么的，可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其实 B 皮的背后我们也是人，所以要谨言慎行，我们不是真的神明，我们跟那些神明真的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很少会用我自己的观点去对于时事做出一些发言，我比较少，是因为我尽量避免，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资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猪。我还是唱歌给你们听好了。我觉得与其去高谈阔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资格，因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平凡的猪猪。我希望在你们眼里我永远是平凡的，所以你们可能很少会听到说我去谈论一些可能我对于谁觉得怎么样，我对于这个观点觉得怎么样，我顶多就轻描淡写的带过，因为我认为我还没有到那个高度。对，一直都这么觉得。我一直认为跟你们的时间很宝贵，与其高谈阔论，我还是唱歌给你们听比较开心。早期这种苗栗爬爬熊，对，没有错。认识姐姐我去走一段路，她带了很多结缘品。对，像这个结缘品，怎么办？我一直聊到4点半还没唱歌，好，稍微再讲一下。其实这个结缘品，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济公师傅跟我讲说，其实这个绕境活动，神明也希望说大家不要就是怎么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算是分享，尽量就是大家一起互相分享开 party 的感觉吧，就是说大家互相照顾。也就是说现在就是应该说早期在那个时候，就是白沙屯妈祖在绕境的时候，是家家户户一定要传欧喝水。就是可能让绕境的大家一起来共享他们家，就是说他们一定就会分享家里的东西给绕境的大家，就是说那个是他们凝聚向心力的一个祭典，一个庙会的方式。对，也就是说可能现在你们会发现你们走一段路真的就是就是有一种饿，叫做附近居民觉得你饿，永远被塞得饱饱的，那个就是也是白沙屯妈祖那个时候刚开始在绕境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一个文化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照顾、互相分享这样子。因为他说人就是应该要互相照顾、心存善念这样子。对，就是那个称为结缘品也没有错。对，我在观察，他不一定会明讲。
哦，对，没有错的感觉是他们已经在那边。等一下，长官，你说神明们在哪里等你们？在哪里？你说你有去那个吗？可以呀，继续聊，就大概有聊到这些东西啦。所以每次因为济公师傅那边我也没有时间常去，一旦要去，就是我会跟他讲说我有什么大计划，加持一下师傅。哎呀，加持一下呢，好，或者是说可能最近搬家，我也会跟济公师傅讲说我的新家住址在哪里，然后常常会真的会就是会觉得说很神奇，就明明那尊神明他现在在你面前，因为神明不就一尊一尊被雕刻的很可爱很迷你，就在你们面前，可是他却透过这个身体在跟我对话，所以我今天其实又是内牛满面的回到车上呢。可是其实我是不好意思让师父看到，我是每次都是转头冲向车子的那段路狂哭狂掉泪。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些神明真的就是我们真的人真的可能真的有这个需求，我们只要心存善念，他们真的会帮助我们。对，就是从以前不相信到你不得不去相信的时候，然后你有那个缘分去接触到这一块，然后生命真的在跟你对话的那个当下，你真的会觉得啊，活着真好。活着真好，真的。指南跟土地公也会到处拜访哦，不是有些哦，是会哦，生命就是会互相镜像，然后互相交流之类的。看到猪猪来了，会不会想说又有个大计划？其实我也已经在今年初就已经不行，不能破梗，也不是梗啊，就是大波老师都知道，大波老师那边都知道，你们可以去威胁他，他什么事情都知道。我拔了什么杯，济公师傅说了什么，他全部都知道。去找大波老师就知道了。好啦，我继续唱歌。我继续唱歌给你们听。反正到最后，神明你会了解到说，只要你努力，心存善念，生命真的会帮助。对，就是那股能量真的是很强大的。月春回忆拉塞，对，你们懂的都懂。你看用那个食物贿赂大波老师啊，还是怎么样？来，我们今天很520，不晓得为什么依旧本土，我好欣慰。那就继续吧。你们想要什么版本的？八郎特辑里面的野心比1.5郎，你们要血肉果汁机一下吗？彩彩哦，我不知道彩彩有没有在拜神明啊？要看你常常去拜的那个神明会不会常常跟你说教啊？野心比1.5郎啊，不要紧，起码是金汉堂翰林软膏，啊是万林软膏，我已经没给底啊，我的 key， 赞哦！等一下怎么有我们歌王的？不是，这样子会被版权呢。我们歌王的声音不能有呢。贺来，水灵宝贝，我们塞金汉堂万年软膏哦，刚刚想。半暝仔的包厢，相细细，一道歌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
怎样我的心事离袂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哪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相信的人就会伤认真。迄杯缘分已经烧，一杯心酸都不满。饮酒的讲伊讲，饮酒的笑伊讲，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迄段缘分已经烧，一段心酸都遗藏。看无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无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520快乐啊，各位巴郎！一杯缘分已经烧，一杯心酸都不满。饮酒的讲伊讲，饮酒的笑伊讲，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迄段缘分已经烧，一段心酸都遗藏。看无的一场梦，看破的一场空，伊无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一杯缘分已经烧，一杯心酸都好满。饮酒的讲伊讲，饮酒的笑伊讲，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迄段缘分已经烧，一段心酸都遗藏。酒醉了继续梦，醒醒了继续梦，伊无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叶身边已经有别人，血肉果汁机2023版本。这首歌原本没有这么 metal， 对，是我们的血肉果汁机让它变 metal 了，超赞赞赞赞赞，没有错。原本基本上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那个台语版的那个什么写信爱情故事。我觉得啦，因为它前面跟阿妹的写信爱情故事超像啊。本频道双重版本歌会影片，感谢我们水灵宝贝，我们可爱的剪辑师啾咪啾咪阿斯阿斯的贡献。对，这个版本基本上我有开歌会，常常喜欢推荐给大家，因为实在太美透了，赞就是赞。时间来到了4点20分，我刚刚想到一首歌可以唱，那是八郎被人家榨干之后忘记了。八郎被人家榨干之后完全忘记要唱什么。我就是啊，哦，猪肺的声音吗？不好意思，我们家很像上面又在装潢了，对，猪肺的声音。下一张专辑我帮你找，等一下老师，大波老师，真的假的？大波老师，我刚刚就是说，就是我们去那个宫庙啊，我去济公师傅那边问到了什么啊？大波老师都知道。大波老师真的是万能
你们想到的那些歌王歌神，都是他老铁，知道吗？挂在那边有哦，对，好，我们今天来唱一下挂在那边好了，算先来复习一下。对，雪婷宝贝，没错。老师插旗了，老师，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什么不认识的啦，他就连阿妹都可以跟他合照，超羡慕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我们528吧。总之呢，加油哈，加油哦！我用另外一个版本好了，因为这个版本我记得它的音还蛮多的。来，今天也算是喉咙复健哦，跟大家金汉堂喉咙复健台。我无做过戆查某囡仔，情伊的前途，亲像伊的彼一半。两个人这呢好，行到尾无外靠，爱情像三文谱，情分啊这呢薄。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在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活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长头发剪做地头发，查某人的心伤痕袂空在脚。少年时讲甲这好，美丽的梦，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泉，将阮的地头发年长乌头发，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来自于我们李千娜、查某囡仔。头毛这样，命若无这好。别人在佚佗，我为生活拼淡薄。一个人啊好，也不甘愿活苦，因为我的笑面是我的倔强。将阮的地头发年长乌头发，袂早飞的心，对爱也有希望。有一天我会拄着命中缘分注定的迄个人，我会当为伊吃彼领新娘衫。对，都是胜利组。巴郎，阮的长头发剪做地头发，查某人的心伤痕袂空在脚。少年时讲甲这好，美丽的梦，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伫台北几路灯，阮也变大人。
所在的我，讲的有老不假。有一天我的情定，命中缘分注定的挂伫遐，予阮你输也无，彼领新娘纱。我对挂底下不是已经免疫了吗？怎么还笑得出来呢？花了发。对，别人诶，这首歌我刚才学一个，我还要再学一下。时间来到了4:27分，我觉得我想预留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520。虽然说今天一度被了金汉堂万宁暖糕弄到不要不要的，但是我依旧没忘记我们的520，还是要献给你们大家。气到要死！感谢大家陪朱蒂卡度过了2025年非常非常独特的520。我初配新买药，3年过后，我依旧在卖药。这么一样秉持初心的朱蒂卡，有了你们的卡夹，请各位继续跟随我。我不晓得明年520会不会再卖药啦齁，总之今年520我记下来了齁，是你们逼我的哦。但是520呢，谢谢你们这群调皮的手男陪着我一起走过这么多卡夹，也感谢我们的神 Double 老师，真的是鬼斧神工，说有卡夹就有卡夹。一开始我不晓得这首歌是卡夹，总之我说我想要一个有唢呐，然后有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异国风格的曲调，我记得就这3个 point 丢给老师，马上巴加巴加的卡夹就出来了，哇靠，超屌！对，说有电音就有电音版本。该团购牛妈，你能开个团啊？牛妈，牛妈，你真的很像团妈欸！万宁暖糕是从你先开始的。你们知道 Double 老师他堪比 AI 生成程式，你知道吗？说有什么就有什么。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 Double 老师会帮我们这个频道玩出什么样的高度。Double 老师，我们靠你了。好啦，520不免俗的把这首歌献给大家。那你卡夹，我今天喉咙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你就当做是预录的拙劣版的好不好？预录拙劣版卡夹。来咯，千年的古井，山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流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定来的面线芳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芳味。情感事，更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像是在明朗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目标。千年的古井，山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
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雨伞放开，牵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风啊来吵，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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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那个丫头没手，丫头没手，啊，中餐进葱包，丫头没手，我中餐进葱包。谢谢大家。那内卡加刚下午令，等一下啦，我没有要那个啦，我们要再来一次啊！我们要再来一次了。来，时间来到4:33分。哎，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玩电音版本的了？等一下哦，电音版本的我把它抓出来。520了。你们觉得？别小心，你知道叫长官。你们觉得我今天抓得到那个吗？台摇版的 Tempo。来，520献给大家。我们这个卡加太适合在520唱了，即使抓不到，就当做我是拙劣的预录版本，来吧，摇起来你各位啊！电，我们摇摆神叔叔特制版本。去这世界那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我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目标。这再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雨伞放开，牵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风啊来吵，只有一片土地香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发起这世间的匆匆，搁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什么，只要反正我会去你原在，这就是
里进去啊？我忘记了。千年的古井，山来雨梦拍醒。白丝的香味，不是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出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甲我拄着伊。大城内底，面线放开，缠着烟水，牵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窗仔来吃，只有一边土地香味，真工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新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不相只在我冷冷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什么，只要还这我的希望还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不好意思，我一直想到刚刚装潢的声音，有观众说很像猪在叫，猪在叫，天哪！感谢摇摆山叔叔特别帮我们制作的我们卡甲的电音版本，然后感谢有 Double 老师说有就有的卡拉 OK 版本呢。没有啦，没有这么嗨啦，没有再嗨一次啦，要嗨也不是我唱了啦。要嗨交给我们的影片帮我们循环唱了齁。哎，是牛排先生，今天太嗨了，天啊！感谢马克先生送出了5个会籍，520快乐大家！哎，马克，我天哪，今天真的是超嗨！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频道有机会越来越嗨，为什么？我们的电音版本越来越多了，就是除了我们可能自己卡甲的电音，我们阿潘老师杂波浪几须瓜电音，是不是我们前2天还在让大家试听什么我们粉红超跑电音版？我靠！接下来本频道的文化传承会更加的精彩哦，请大家别忘了最重要的，我们的5月28号。对，我今天真的是跟大家玩的有点喘。5月18号即将开启我们3D 木子舍你其谁文化传承，好不好？台湾价值与新兴命题激烈碰撞。为什么新兴命题？没有错，我们还是加点电音歌曲下去吧。哦，明明是新兴命题，为什么牛妈就可以用的这么好看？我们的3D 木子这次委托牛妈帮我们做我们这个卖关子版的 DM。谢谢牛妈，感谢感谢。牛妈告诉我们，新兴命题不适合用彩虹，但是只有牛妈可以超越牛妈。不会是我们的御用美编呢？只能说用自己的话，回力镖打给自己。这就我们牛妈能超越牛妈，明明是新兴命题，明明是彩虹，居然有办法融合的这么的漂亮，好不好？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聘请到本频道非常善于文化传承 DM 的牛妈呢。好了，真的谢谢牛妈。对，然后台湾价值与新兴命题激烈碰撞，没有错，真的碰撞的非常的美，好不好？有新兴命题，有彩虹，却一点都不长辈图，真是太厉害了，牛妈，好不好？本频道最强美编牛妈。至于
不能让大家知道他公司在哪里呢？不然我怕他没有时间再来接我的案子。把牛妈藏得好好的，就跟本人一样美，就是就目之秒杀。好，不管怎样，总之，感谢大病初愈。今天大家算是陪我的复健歌杂啦。对，今天没有标题诈欺，真的是有歌啦，有歌的部分。然后，总之5月28，欢迎大家晚上8点跟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次的3D 展演究竟有多抬出一个新高度，好不好？那总之，先感谢我们这次爆肝团队，我们的统筹 Double 老师，对，他还活着，他必须活着，我也还活着。除非是辛苦了。对，周边的王子，好，说到这个啊，雪婷宝贝，感谢通知，我看一下。哦，感谢，有了。来，我们数位周边语音包网址，我现在丢给大家，先不要走掉哦。来，520正式开卖，猪猪，来，文化传承不遗余力，我们就连甜蜜520语音包嘛是台语哦。登港美的520限定语音包，来，我传给大家，因为我有跟厂商讲说。就是他们来不及没关系，我今天总之就是这个时间开台，他们如果来得及的话就丢给我，来不及的话没关系，总之也是可以再宣传。OK， 来得及了，等一下哦。卖药辛苦了，我今天努力卖药了，你各位有感受到吗？好啦，那520汤干米的呢，应该是安内良吼，汤干米的台语语音包。你们完成了卖药台，看看你们520对我做了什么？明明是这么的港比 DM 家，你们就给我弄成卖药台，我真谢谢你们哦！感谢兜圈，感谢 Sony， 谢谢，感谢邀请520限定登港比的台语语音包，也算是在台币圈突破了一个。该怎么讲文化传承的一个里程碑吗？好啦，大家不生气的话，手滑买下去吧。对，300块就可以让你有3种不一样的情境感受，我们的文化传承身临其水。30秒的试听，基本上已经让大家听了很多次了。不生气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再听一次我们30秒的试听哦。30秒的试听，反正都已经试听成了一个卖药的形状了。30秒的试听。我真再不能的时阵，这又在疼我啦，够痛的啦！你看啦，都崩疤啦，你免哪啦？你看我要去倒位？我去变瘦好啦，去变瘦正的啦！我够痛的。等下啦，你要出几出大啦？你看要多钱做啥？等下我啥打弄弄啦？你看啦，你免哪啦？等下啦，你想做你疼我啥来做啥啦？什么感冒？好啦，我要先这我菜包能来走回家啦。我真再不能的时阵，这又在疼我啦，够痛的啦！你看啦，都崩疤啦，你免哪啦？你看我。谢谢大家，我相信我们的520这个里程碑会伴随着大家长长久久。到了明年的520，还有办法超越今年的520吗？这我不好说。谢谢你们陪我度过这么特别的520哦，我谢谢你们哦。语音包买下去，至于是不是有3种不一样的药膏，这我不知道，嘿，请自行去感受本频道最尊爵不凡、最别出心裁、最文化传承的台语520语音包哦，谢谢大家。哦，所以8点才开卖，是不是？8点真是个好日，8点真是个好时间啊，是不是？笑台就真的是这样子。台币第一款卖药语音包，我是520语音包啊！我气死了，我气死了。好了，
啊，8点才开卖，是不是？就连我们的兜圈，我们的 Sony 都认为8点是一个好日子啊，发，是不是？只有迪卡能超越迪卡，我也这么觉得。感谢我们鲑鱼草莓披萨今天出现，特别过来和我们共襄盛举。这个520非常非常传统，非常非常文化传承的520呢，是不是？只有迪卡可以超越迪卡，我也觉得只有我们家面线可以超越我们家面线，都是被逼的，全部都是被逼的，知道吗？不过说来说去，他们都是我的骄傲，都是我的骄傲，全部都是我的骄傲，你们知道吗？好了，下班了啦。哦，对吼，我们置顶一下好了，我想说都要下班了。好了，帮我们置顶一下，等我一下。我们置顶一下，谢谢大家今天过来，我们520开不开心？开不开乐？惊不惊喜？我倒是好惊喜啊！谢谢你们大家，我好惊喜，惊喜到不行啊！怎么我好好准备的这个别出心裁的520语音包，居然人生出卖药台了？我真谢谢你们大家！我是咖喱嫂啊！好了，谢谢你们。我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哟。好，我们去找考娜一起玩吧。对，因为也感谢我们考娜团队的照顾呢。好，我们这次的语音包其实是我们考娜团队的照顾呢。我们特别过去跟考娜打个招呼。可爱的考娜，我们来哟！520，好，我先安呢。兄弟啊，520快乐啦！你真正是我的骄傲啦！我就等着10月份看你们怎么面对我。10月份 ，This date， 我告诉你 ，VIP 给我买下去哈！我等你哦。